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鸟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影相相，无影自遮。牵一挂囝问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水领配小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Hello， 大家午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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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是金明概念猪猪哇！我们金明概念啊！超吵的我们，大家晚安，不好意思，我卡痰哦。昨天真的是2、3，
半夜2、3点才睡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调整一下那个聊天室的宽度的部分。对对对，把它调回来，不然它实在是太外放了，外放到一个不行，非常的 open。对，好，这样子也才不会挡到可爱的诺诺。欢迎来到啾啾频道，耶！我来啦！诺诺，你今天要一起陪我说 PO 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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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什么时候有这一趴？啊，没有这一趴吗？有啦有啦，我们刚是有讨论好，对不对？你会陪姐姐讲嘛，对不对？有吗？没有，我再看一下计划书哈。再听一遍。不是，诺诺，我有给你计划书吗？那份计划书谁给你的？等一下，我没有给你计划书啊！那个是谁给你的？拿过来给姐姐审视一下。现在的3C 真的是太可怕了，不可以乱看那种奇奇怪怪的计划书。姐姐来帮你看一下。对，真的吗？可是这个声音是姐姐的呀。你们谁仿冒我的那个？等一下，为什么诺诺那边有奇怪的计划书？啊，诺，你不可以看奇怪的计划书。今天你是陪姐姐一起说PO的，其他的什么任务都没有，没有这种东西，知道吗？好。诺诺不要怀疑了，你就只能相信姐姐，看着我的双眼，亲爱的。你为什么要眨眼？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来没有爱我。对，你怎么知道那首歌？而且诺诺的声音要大声一点吗？好，我给你们大大的小诺诺，你们等我一下哦。诺诺的声音要大声一点。诺诺，你的声音要大声一点，我要去哪里调啊？我的 DC 音量你直接右键拉大就好了。对呀，可是我现在 DC 多少？你讲，等一下，我现在分享画面，我一下找不到你的那个要去哪里调的。更多找到 DC， 对着我右键，有吗？右键现在是200%了吗？我先停止直播好了，等一下哦。好的，来，我现在把诺诺调再大声一点，诺诺再试看看，有吗？1、2、3、2、1，好，诺诺应该比较大声了。大家有听见了吗？好棒，这样子大家应该都有听见了。各位小朋友们，请问诺诺主播的这个声音还可以吗？一高高的说，可以吗？一个个的秀嘎。对，我的声音太大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诺诺再放大一点，这样子应该是我们要平衡一下。对，平衡一下，这样子我的精明概念才不会压过我们的诺诺，对不对？对，等一下，我看到姐姐的那个名称好好笑，更厉害的姐姐。等一下，那个很好笑吗？等一下，诺，等下，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你知道吗？我知道 S 开头的嘛。对，我跟你说好，总之各位面线们，糯米粒午安。今天诺很开心，她可以过来跟我一起说PO，她真的是超级贴心的妹妹。对我真的很开心，她愿意在我旁边，对，相挺这个姐姐，对不对，诺？贴不贴心我不知道，原来叫贴心吗？你超贴心的，你不要一直给我眨眼睛。然后我跟你讲，那个更厉害的这个截取，是因为很像之前不晓得啊，你好可爱，你一直在甩头，等一下我在摇头，好可爱哦，救我，我被绑架了，好可爱。好，我先讲完这一趴，我等下再跟大家一一打招呼。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忘记在设定什么东西了，然后那时候好像刚好跟雨峰叔叔这位叔叔呢，他很像对于设备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那个时候很像是他刚好有来就是调整一些东西吧，对，然后他才跟我讲说，猪猪最近多了一个还蛮好的，就是人物截取的一个什么装置，你要不要试看看？我说哦好啊，然后他就教我怎么弄，然后弄完之后我说，那请问我要怎么设定他的名字啊？我可以打说他是更厉害的人物截取，然后他就有点愣住的，哦好啊，可以啊。就有一个更厉害的人物截取，就是这样子。その通りです，没有错。因为我不晓得那个英文怎么打，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要跟大家 say hello 了吗？好。那么首先，诺说吗？还是姐姐说？姐姐说我跟着你。好的，首先是他娃娃伊拉塞。伊拉塞。
妹夫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等一下，为什么妹夫是马塞？妹夫，妹夫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好的马，OK，谁啊？你好好，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好，然后薄荷いらっしゃい。马谁？小喵喵いらっしゃい。马谁？丁熊いらっしゃい。马谁？晴天いらっしゃい。马谁？我怎么为什么听起来像台语的不塞不塞亲戚的不塞？我不是辛苦哦，好，8月1号先生いらっしゃい，一共一不塞辛苦，好拍谁？你怎么可以没有洗屁屁？你过来姐姐这里帮你洗屁屁，不可以不洗屁屁，不可以这样子，会脏脏臭臭的。等一下，我们关于洗屁屁的事情，我们等下再讨论。当然说神教いらっしゃい，马谁？说2次很好了，对对，整场直播均匀加蓬，因为我还是很担心，就是对他们会霸气，所以因为我在追上面的那个聊天室，等我一下，追生者对追生者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余音绕梁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陈恩いらっしゃい。马谁？感谢加入7个月住宅专员，是吧？哦，lonely いらっしゃい。那马谁 L， 然后他说L 先生嘛，好 OK。爸爸熊いらっしゃい，37个月，福利小福利小福利，好，对，这个快点略过，这个很可怕。啊，这个好，大姐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 Gino 老师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小喵喵看蛋呢，然后呢龙飞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接下来点点滴滴游戏魂吗？いらっしゃい。马谁？老孙猴子いらっしゃい。马谁？陈恩连计划书都没有算剖吗？不是剖，那个是我们姐妹的默契哈。对对，然后都有说我被逼了在，我没有逼他，我是最棒的姐姐，对不对？是吧？没有逼，没有逼。对，但是你眼睛一直在眨。没有啦，我眼睛皮沙子有点痒了。你过来，我帮你点眼药水。帮我吹吹。对啊，帮你吹吹好了。好啦，L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心破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燃烧神教有看到了吼，然后宇宙大熊花呗いらっしゃい。马谁？雅晨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打到招呼的，安安，大家安哦，心破，感谢加入36个月，猪仔专员，谢谢。那没有没有任何的小诺诺被迫害哈，小六自己拿赛。马谁？然后什么泡泡双人组、精品干练双人组，对对，诺诺。对，小天你拿赛。没有啊，只有我精明干练。马谁？诺诺，你今天是我的友军不是吗？不可以学坏，不可以我快先跟那个这些坏哥哥们打完招呼，我再一一揪出来到底谁教坏你。好，樱木兰妈妈いらっしゃい。马谁？然后等一下，为什么阿月饼变成卡乌卡布？为什么阿月饼变成了一个卡乌卡布的形状？好，总之いらっしゃい。然后马谁？然后说怎么好碰？我不能接受诺诺这样冷落吗？不会的，小喵喵，诺诺都知道你哦。我们可爱的小喵喵，对，我们小喵喵这样固定在我们香阁都会3餐供应那个芋头点心或者是芋头料理，非常感谢哦。夜夜いらっしゃい，超可怕，马谁？对，没有诺诺没有不爱你啊，对不对？好不好？没错，对呀，小喵喵你有看到对不对？诺诺，你看你上次来你没有跟我说我画了线，你没说拜拜，但我记得你有来，我还是有跟你说拜拜的。对，我觉得女孩子就是会很可爱的，会这样撒娇，对不对？没错，对，星辰いらっしゃい。马谁？好，那这个彩彩我们可以跳过，然后下一位。好的，跳过。彩彩拜拜，彩彩慢走不送。无視。とみきゅちゃんこんにちは。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こんにちは。そう。今日はね、うちの妹さん一緒に遊んでるけど、楽しい。うちのそううちの家族の妹さんのルナちゃんでございますね。ルナちゃん。ルナですよ。好可愛い。とみきゅさん是日本的观众。对。ルナちゃんの日本語もめちゃくちゃ上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れほどでも。いや、チャットしてください。はい。夢見るのと申します。かわいい。うちの妹さんさすが。哎，你们知道诺诺的日文程度也是很赞的。想起来了，怎么了？他有来我这里打招呼，我想起来了。あ、今思い出した。今思い出した？トミキューちゃんがそうその前ルナちゃんのチャンネ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あ、ごめん。そう忘れちゃったっけ？我没有想过，我原本以为是台湾的观众。好的。すみません。とりあえずトミキューちゃんは日本人の方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はい。今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た？今分かった？はい、分かりました。じゃあ引き続き挨拶するね。声乐いらっしゃい。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然后这样很赚吗？就是你的不一样吗？他娃赚到了吗？好，就让你赚一下吧。他是伊拉莎。伊拉莎。所以就是年资第一名总裁就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对，那个感应到了。等一下，为什么趴趴熊又要利索骑？等一下，我每次看到趴趴熊，我就不知道，好可怕！我现在看趴趴熊，他是八旗大佬，然后。老婆爱你，彩彩，你最近账号不要拿给24佬，你乖，你冷静一点。好，你这军中就不要把那个手机借给别人，好不好？然后FKL 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太长了。对，没有关系。对 FKL 先生，感谢今天也看到你后，然后恰恰いらっしゃい，马姐，可以洗下回。马姐，对。一下洗屁屁，一下点眼药水，这个姐姐是不是太棒了？你们不懂啊，这是姐姐的温柔。姐姐，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帮你做好好的哦。怖いやいや、怖くないわ。これが優しいお姉ちゃんでござる。わかる？わかる？姉ちゃん重。ただ一つ条件がある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聞いてくれる？那でしょうか？跟我一起说破啊！我不要一个人说破。我可以帮你洗屁屁，我可以帮你点眼药水，都可以啊。就是要一起说破吗？那个台语怎么说啊？明棒啊！小米，等一下学会了，这只诺诺会掉了一下，他直接戳姐姐你的明棒，他直接呛我，太会了！那个是什么意思？之前有个人告诉我，就是跟梦有关的台语，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啦，姐姐。是啥物时阵变成安尼啊？我姨母都知道那变歹呀，是上家的耶！你即摆跟我讲，竟然跟我在冰棒。冰棒是啥物意思？冰棒就是理解もわからない。とりあえず冰棒ということか、その台湾語難しいですよね。ねえ、台湾語わかんない。どうする？民番わかった。民番詞 OK の意味なんですけれども、OK、OK、ありがとう。そう、一緒にポンを喋るのがそれが OK だよね。ありがとう。付き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ののちゃん。诺诺，你为什么不看？你看着姐姐，你给我看着我。だから OK だよね。可以了，对不对？一起讲通，对不对？按错了这个。Andy 先生，好，那你先默默的冒汗一下，我先把聊天室追完，上班偷偷打招呼，谢谢你们，上班偷偷打招呼。我们现在诺诺非常的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认出阿月饼呢？你化成灰我都认识啊，这位小精灵，哇塞！然后迫害诺，就是迫害诺诺，我们看到的，好的小鸡米干练小天，那主播老婆那个芋头危险吗？不是，我们芋头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在诺诺的9月9号崩裂后，给各位大佬已经送出了很美满的这个芋头豆皮蛋糕之类的，我相信诺诺也是非常开心的啦，对不对？小林宝贝いらっしゃい，楽しい今日はめちゃくちゃ楽しいぜ。等一下。
日本语本当上手吗？ルノちゃんは上手だよ。ルノちゃん確かに上手。然后迪卡是，这里已经公开宣传了吗？我们羽瑶的演唱会已经公布我们这个很棒很棒的消息了吗？谢谢，也谢谢 FK 的先生有注意到，或者是我们其他的朋友、面线们、兄弟们、我们的姐妹们，搞不好也注意到了。对，等一下，羽瑶是那个夏羽瑶吗？对，优酱羽瑶的演唱会，猪猪这次是担任就是其中一天的嘉宾啊。那小诺诺怎么了？小诺诺会荧光棒，荧光棒，对，你像是整个头在挥荧光棒。等一下。对，就是感谢这个消息露出了，然后也感谢 Eric 老师的邀请，感谢羽瑶团队的邀请，很开心可以出现在其中一天，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猪猪跟羽瑶一起唱歌，谢谢你们，谢谢彩彩的午餐吗？要去准备了，好专情，小妙，谢谢，台语讲的好有道理。诺诺，你刚刚的那句乒乓这样子，姐姐还要帮你洗屁屁跟顶眼药水吗？你觉得呢？要那个不是 OK 的意思吗？民盲だから民盲は OK の意味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がちょっと迷ってる、どうする？困りますね。月川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哦，大家然后我们应该都有打到招呼了吧，诺诺？应该都有了。好的，那诺诺，你现在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没有啊，没有啦，真的啦，你看错了呀。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诺诺，是怎么了吗？我们这个房间不是充满了很多很多很温馨的感觉吗？是不是？姐姐这个爱心有点多了。哦，这是我对你的爱啊！你不是想洗屁屁？来啊！可是我精明干练。你精明干练，精明干练是没有错啊。精明干练的这个状况下，我们可以牺牲个大概1分钟的时间陪我一起说烹嘛，对不对？等一下说。等一下，彩彩讲什么？等一下，没看到啊？有彩彩吗？我也有彩彩。不是，no，你现场发福利啊！这个在聊天室 ban 300下去，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这个朱蒂卡台的福利。我没有背，我只删他留言而已。只是被删留言了，然后彩彩你好可怜，彩彩好可怜。不要以为这福利呢，可怜。你现在真的以为福利你现在真的很适合唱镇魂曲是旅人先生，谢谢，感谢今天今日も聞いてくれるよね。你这样很适合唱那个镇魂曲。镇魂曲要拿道具。等一下，你的道具太多了，你今天实在是太福利了对，你今天实在太福利了，这样不行，这样宠坏他们了。好，他们会被宠坏。对，绝对是会被宠坏的。等一下，追生者伊拉塞，现在猪猪说自己精明干练的时候，说那种等一下，完蛋了，我觉得我被玩回来了我要稳住阵脚，因为本频道的熟男们，他们真的是太灵巧了，对他们实在是，我每天要跟他们叠对叠，你知道吗？是不是很怕不小心会多破坏好几次吗？对我就诺，你知道你快要领下一颗蛋糕了吗？为什么？等一下，我问一下，我稍微问一下，请问我还有几次啊？小妞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虽然说你刚刚过就是9月9号的生日蛋糕，那个是隶属，这是我们的高阶会员总裁其中一位玲学长赠予的他的蛋糕福利直接迫害于你，然后相信我们诺诺也吃得很开心啦，对不对？我要说感想吗？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在听。除了芋头的地方，其他地方好吃，尤其是那个布丁。诺诺啊，你再说一次，除了哪里啊？はっきり言え。さつまいものこと。紫的。紫色のやつ、そ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か？食べにくいかい？食べにくいかしら？芋头最好吃啦！だよね。美味しいでしょ？姐姐做的最好吃啦。だからそのさつまいもケーキ美味しかった？
美味しいよ。それが良かったじゃん。ルノちゃんがやっぱりいい子でしょ。我不挑食。だよね。それこそ、ね私のルノちゃんだよね。このお姉さん壊れてる。いや、壊れてないわ。優しいお姉ちゃんだよ。好吗？好了，我回去啊，我回去。太近了，太近了。不是不是，就是因为可爱的小农，等一下，小不是你这样又冷汗冒出来，我又很想玩你。没有了，擦掉了，擦掉了，擦掉了，没有了。啊，好的，所以诺诺的意思是说，他最喜欢的是那个紫色的那个芋头的部分，也谢谢各位大佬，好，或者是玲玲学长的赠送，我相信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是这样子吧，我的小诺诺。对啊。等一下，诺诺真的很好 Q。诺诺，就是那陈恩说你最喜欢吃豆皮了，是这样子吗？对啊，豆皮最好吃，最好吃了，对。好的，那您的9月9号的这个可爱的生日蛋糕是来自于我们的玲玲学长，他很像是在线上哦。对，谢谢玲玲。对，我们谢谢小玲玲学长。是的，他是学长吗？啊，那就谢谢。对不起，我们给他一点特别的。等一下，谢谢玲玲大哥哥。等一下，这个音效是什么？这个音效什么的？我们给他一点特别的嘛，对不对？哦，是，我可以请问一下，这个是地下室音效吗？还是？对，就是 echo。哦，好 echo 的音效啊。我把声音放大。愛が重くないわ。それが私の愛だよ。ノノちゃんの愛だ。はい。だよね。重。ノノちゃん、重いね。姉ちゃんの愛が重い。重くないでしょ。一直在威胁。好，总之呢，谢谢各位大佬的疼爱，爱屋及乌。我们很成功的在9月9号让诺诺吃到他最喜欢的豆皮芋头，不是寿司，是蛋糕。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呢，我们诺诺的迫害很像只差4个月，他又要收下另外一颗蛋糕了，不晓得为什么会？为什么？你这样哦。太快了，诺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我们哥哥们真是太爱你了，所以我还要吃几次。对，总之呢，就是大家爱屋及乌的这个精神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爱猪猪了。那因为爱屋及乌的精神，然后一下子又把诺诺迫害到，很像不小心又迫害到12月份了。对，所以这个12月份零总加起来，我突然思考，很像诺诺，就快要再吃下一颗生日蛋糕了，也就是说，让我一点，我知道，所以还差4个月嘛，对不对？对，目前您是8个月的这个如同高阶会员班的这个尊爵不凡的宠爱啊，这等于是尊爵不凡的宠爱啊，是不是？Oh my god！ 对，我真的说，我们家面线哥哥真的很疼你哎，我真的不晓得，姐姐对不起你，姐姐不晓得这个卖场可以玩成这样。姐姐，我知道了，这个时候要再来一下这个。是的啊，还有4个月才吃下一个蛋糕啊！你确定吗？等一下，我们的破坏大佬对不对？诺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沙克！我的天哪！没有啦，刚刚是表演啦，开玩笑的，刚刚是发福利，真的啦，不要信，不要信，拜托。诺，你那个叫做嘲讽哎，请问这个嘲讽对你而言是福利吗？哭！来得及吗？道歉来得及。诺，你现在道歉来不及了，玲学长、爸爸熊、汤娃娃他们都在。我要跟你讲，你要庆幸阿印师不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烹是来自于阿印师。OK， 阿印师是，阿印师这名字是哪一位？最硬的那位，最硬的那位广式饮茶的大厨，我们的广印。
哦，还好他不在。冷たいだよね，真的讲冷たい。冷たい。冷たい的哟。等一下，李林先生要去破坏那场。哎，你再哭一下，快点，拜托你再哭一下。等一下，你可能会有，真的不相信。你会有下一个蛋糕，怎么办啊？万一不是生意拿下，然后泽宇是生意拿下，好，诺诺。诺诺怎么办？你等一下再这样子嘲讽下去，你可能下一颗蛋糕马上就要来了，怎么办？没事啦，还差4个月，还久啦。就诺，你知道上次的蛋糕是，上次的蛋糕里，你说我是一瞬间投那个1年份的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大佬他们可以，我思考一下。等一下，你现在转圈圈没有用了，等一下。我思考一下。完蛋了！姐姐又刚好，姐姐募资又结束了，没有人帮我扛了。这个我原本以为他们募资结束了，应该是干了，但是我忘记他们年薪1000万了。对，实在是不容小觑，就是可能这个月干了，然后下个月马上又补齐了。对，不晓得那个是财库到底怎么补的。你们是去哪里补财库的？可以那个假贺倒修补一下吗？那我也想去补一下财库。可以，那你可以。等一下，一起去。哇，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刚刚在诺诺说谢谢你瞬间出现，等一下，太刚好了吧？是，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太刚好了，谢谢大家的爱屋及乌。那当然不晓得说今天在这个说烹的当下，我们会不会诺诺马上就是喜迎下一颗蛋糕？那不然这样子好了，那如果说真的大家爱屋及乌这么疼爱诺诺的状况下，诺诺也是很听话的吃了这么多个月的豆皮，不对，豆皮只有吃1个月，对，很努力的吃个芋头的状况下，如果说我们大佬们依旧是对诺诺的爱如此的深沉，今天愿意帮他补齐4个月，我觉得下次可以让诺诺决定一下要迫害哥哥们吃什么。你们我觉得不能只有诺诺一个人送他有可爱的小妹妹，我觉得没错，对，我们诺诺如果这次真的又喜赢了蛋糕，那我们也可以把诺诺就是加入就是当家总裁的这个行列了，耶！但是这样说完，他们就不会破坏我了。好对，就是当月，你可以决定要让哥哥们吃什么奇怪的东西，然后姐姐尽量满足大家，满足你。对。但是呢，会不会哥哥吃了之后呢，哥哥生气，或者哥哥好喜欢，然后继续互相迫害，相爱相杀，形成一个善的循环？这个我就不知道了。等一下，李学长在破坏麦长了。真的假的？不可能的吧？然后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要出手，但是我觉得诺诺已经这么乖了，吃了这么多个月芋头，哥哥们，如果你们这次再补齐诺诺的蛋糕，我们其中一个当家月就让诺诺来当家，然后看一下大家要吃什么，好不好？一个个的手，好哦，然后我是不会跟你们客气的，对，没有错，对。就像刚刚的呛虾一样，对，等一下，诺诺，我忘记了，他们有选择权，完蛋了，等一下，怎么？他们有选择权的意思是说，就是我的表单都会询问说，就是这个月要纯赞助吗？他们有选择权，我忘了，就是说如果诺诺迫害了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他们可以选纯赞助。不。哦，我的天啊！我挑的食物吃一下嘛。对啊，搞不好诺诺就是会挑一些很正常的点心饼干呐。搞不好这家很好吃啊。对啊，对。它只是名字看起来有点可怕而已啊。例如呢？例如，可是我觉得蝶豆花章鱼脚之类的。蝶豆花的章鱼脚。就是那个颜色。等一下，好可怕！我可以不要做吗？等一下，蝶豆花、章鱼脚，这是什么东西？下次再推荐给姐姐看那个克苏鲁海鲜粥。哦，我的天哪！好，你再推荐我。对，然后我追一下聊天室哦。
巷口的农会，你们都跟巷口的农会借是吗？追生者都戴上头套跟面具去银行领。等一下，他吧，听说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领出来那个大概好几万倍，但是可能会被抓去关，好不好？我说彩彩的芋头也是这么来的，那么熟悉的感觉。我只能说妞妞你怎么敢啊？我要再插旗吗？等一下，我要再插，好可怕！等一下又在插什么旗？对，当家总裁使用破坏卖场的话，是不是那种当家总裁也没有躲避的权利了？对，当家总裁使用卖场的话，对，当家总裁没有躲避权利耶，真的是这样子，好可怕！我当初这个规矩吗？我觉得当初这个规矩定给他们，他们真的很会玩呢。又是这个诺诺伤害的事件，维力炸酱面、巴斯克蛋糕，是那个巴斯克吗？是吗？巴斯克蛋糕不是甜的吗？我跟你讲，可以吃巴斯克蛋糕，维力炸酱面的那个酱好吃，可以吃，是可以吃的。姐姐喜欢，因为我很喜欢维力炸酱面的酱。然后如果是克苏鲁的那个什么蝶豆花章鱼脚，其实也弄得出来了。你们玩的？等一下，我觉得大佬太会玩了，可以选纯赞助，然后迫害瞄准诺诺。不要！天哪！等一下，他们太会玩了。等一下，他们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姐姐只要做一份呢。不一定，搞不好有人会想尝试，但是在那个当月，可能就是诺诺如果又被那个迫害卖场迫害的话，很像诺诺还是得吃。等一下，我真的觉得法律是给那个懂法律的人呢，你们真的是好可怕！他们就是那群懂法律的人，他们在玩一些漏洞了，我的天哪！法律都不会保护，都不会保护我们平民百姓。我们 LV 家的姐妹就只能互相取暖。他们真的好可怕。等一下，偷蹭，对偷啊，好蹭可以，好，现在蹭，先不要理他们，不要理臭哥哥们。不要理他们，这边先蹭，好可爱哦。诺诺怎么这么那么可爱？而且你绑这样子啊，我就很想闻你的头皮味。我觉得小朋友的头皮味超可爱的。对，真的，你有闻过吗？可能其他小朋友的头皮味，对，有，就是他们会要坐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闻到了，可爱，真的很可爱，超级可爱的。就我闻一下，姐姐闻一下，姐姐闻，哦，可爱。好了，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就这样。等一下，我会转圈，好可爱哦，好可爱，真正。等一下，一直在玩诺诺，然后追不到聊天室。要不要听一下刚刚在说什么？在这个诺诺就是吃了重新豹子胆，那初生之犊不怕虎这样子。黑暗料理的科学嘛是能查，我们的黑暗料理已经维持大概2年多了，对我们是持续相爱相杀。听说蓝色食物会损害食欲吗？我认同，对，但是下次还敢 ，Ending 先生哦，请等一下，Ending 先生，你看怎么查说明细？不是，我不知道查说明细，好可怕！等一下，什么？哦，我的天啊，Ending 先生啊！怎么？Ending 先生，直接等一下。什么？4个月啦，真的来了！诺诺，你喜迎蛋糕！天哪！我问清楚，请问是他一次下了4个月吗？对，诺诺，你一下子又喜迎了一颗蛋糕滑下追蕊。那个不好意思，这个我可以先走了吗？不是，那个不用担心啊！谢谢大家的爱护节目。等一下，我不是应该毕业了吗？我不是应该从这个可怕的芋头料理毕业了吗？怎么还有？我会不会吃到后面变得愿意吃芋头啊？这个我觉得像彩彩的目前是调教的很好，她相对于芋头料理就是1个月没有吃到，她会觉得不应该1天没吃到浑身不自在。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不晓得诺诺会不会被调教成这样子？对，但是天哪！我操，诺诺。来，你下一颗蛋糕，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下一颗蛋糕可以让诺诺选喜欢的口味吗？我觉得姐姐一起扛，让诺诺选喜欢的口味，然后再让诺诺就是当家，就是让大家可以吃奇怪的料理。
好。然后啊，这4个月啊，就是谢谢大家，就是快迎来我们就是诺诺一颗新蛋糕。我再多说4次，我疯了，好不好？这样不就是？等一下你是今天要说吗？这样不就是我也要一起说吗？没有啊，就是我自己说我6次疯了，这样可以吗？哦 ，OK， 既然大家都这么疼爱诺诺，那姐姐这个也扛下来。我说我6次疯可以吗？哦，李玲学长说可以，然后各位大佬可以吗？这是就是李玲学长补了4个月，然后阿印师补了也是4个月，然后其他的大佬们也是很疼爱的，就是林林总总的，就这些有迫害诺诺到12个月喜迎1颗蛋糕的大家，各位大佬们，我们让诺诺选喜欢吃的蛋糕口味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疼爱，可以的话，那我就再多说我4次很棒。这样子好不好，诺诺？我们这个蛋糕可以让你吃喜欢的口味。好的，对，是一颗正常的蛋糕，然后就是我就是帮诺诺背起来这4个月的棚。等一下，加油！不要，我们各自承受各自的伤害啊！对，我们各自承受各自的伤害。啊，小妮妮，等一下，我看到有人说看到可以迫害诺诺的方式，要笔记起来，不用笔记这个，真的。哦，这小六子你好，对，这个是我们可爱的糯米粒吗？对，这是糯米粒。对，不要啦，我们专情的糯米粒。周边它不香吗？啊，周边，哎，有什么？什么周边吗？有什么周边？我生日的周边。哦，周边它不香吗？买周边的多好啊！但是真的是最香的。我们现在来开一下诺诺的香周边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生日的周边，好啊。哎，诺诺那边有那个解析度比较好的图吗？有的，请尽量开起来。这样说时迟那时快，既然我们迎来了喜迎了1颗蛋糕，那我们现在也快点进入我们的刚消好威西嘎啊！工商时间，对，我们工商时间，对，我们工商时间有2项东西，是的，唐突工商一定要的，情思已拉塞，小妮妮，然后老派嘛，老派先生也是我们的糯米粒吗？老派不是，老派。哦，老派不是，老派先生你好，我看到小妮妮，我待会要分享那个私信小妮妮，我们有去看神官帽的那个，就是一些材质跟现场制作的老师非常的专业，这个我待会会跟大家聊到。好，我真的觉得这次的那神官帽超复杂，天哪！对，但是呢，那个老师真的是全台湾。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但是呢，孙翠凤大姐指定，杨丽花大姐指定，陈雅兰大姐指定，都是那边固定的客源，非常厉害的老师的这个专属，他们这些国宝级的演员的神官帽大师，完全就是帮我们妮妮总裁制作我们这次39万神官帽。谢谢。对，那这个部分在我们那个工商服务时间之后，我会跟大家稍微聊到一下昨天的行程，这样子。对，我昨天真的超感动，就是觉得这次的募资真的迎来了很多很棒的缘分，然后神官帽真的超屌。对，这个我之后再跟大家好好的聊。对，妮妮总裁准备接我们全台湾真的是非常厉害的老师的手工神官帽，真的很厉害。对，我会在一定要让大家看看照片，一定要对，但是我要把我自己码起来，因为老师太专业，而且又是很厉害的大师，所以我有跟老师合照，但是我要把自己码起来，这样子。好的，那么现在诺诺，我们现在来刚刚上啊，好可爱呀！哦，诺诺的联名外套以及我们诺诺的生日周边，没错，我们来好好的工商一下，等我一下哦。好。好可爱哟！我当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诺诺这次的周边真是非常的可爱哈。没错。然后诺诺，你建议现在我们的这个 BGM 非常的柔美的这个情况下，突然变得很台味吗？可以，完全 OK。耶！咱当上好时间就是爱来一个，咱哪开始的 BGM 来播下催泪，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耶！
来，咱当上好时间来咯，来即嘛，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嘿。纳卡西的 BGM 哦，是我们乌嘎嘎伊娜赛。咱这个纳卡西的 BGM 来哦，是要创啥货的？来，咱都讲的犀利。好，在周边已经推出了轰动九级咯，来播下水呢。拜基。你都讲，你这摆嘿蜡烛，立牌是，等下这个很台味。我迄当中有看到，你要介绍一下无？这真正就台味。我是调岗的呀。你调岗的哦。我就知，我想讲这个生日快乐的这个蜡烛，你是想讲这就台湾味的哟？嘿啊，这就台湾人用的。就一台湾人在用的。你是想要表达就一时大人？好咧，用这个庆祝的时阵，会用这蜡烛来庆祝安尼吗？这个问号是，我那个为了符合大家都可以用的年龄，好的，所以用了问号。用了这个问号。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看到你这个蜡烛，我真的觉得好台味。你怎么会突发奇想想到这个东西啊？就突然觉得，好像可以这样做。对，就刚好是那生日周边，那生日的周边，对，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非常台湾味的蜡烛。底座很花底座。对，那这个花底座啊，它是另外的底座吗？对，它可以插上去。它真的可以插上去，太屌了啦！好，那所以说这个有在单卖吗？有啊，这个都是可以单买的。单买200块，好可爱。没错啊，对，好可爱。他会送你桌布耶。对，没有错。那我们这个中间的萝卜筋对，这个萝卜筋你要不要也介绍一下？它这个是想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姐姐可以让我的人物在前面一下吗？当然可以呀。我刚刚有看到你要把那个福利拿出来了，等一下对，你等我一下。那个萝卜筋。我们想那个嗨，我放超大。那个萝卜筋是这样的，你们拿到的时候它会长这样子，然后呢，它可以拉开来。可是你们拉开来的时候，上面会是英文字母的啊，不是像这样一条绳子啦。然后它是塑胶亚克力，反正就是亚克力材质呢。是，你可以这样拿起来，拉开再关起来。对，等一下，它是亚克力材质，还可以拉开。对，亚克力材质还可以拉开哦，太神奇了吧！亚克力材质拉开，然后里面是啊这样子。对，里面是啊，你们就可以跟我一起这样拉开关起来，拉开。好可爱。OK， 那里面就是会有啊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情况下，那个是弹簧吗？不是，那不是弹簧，它也是亚克力。就是现在一个比较新的一种周边的东西，就是可以拉开来的亚克力。太厉害了！好的，好哦，谢谢诺诺。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滴眼呢再拿回来吗？对，再拿回来。好的，你等我一下。好，那我继续说。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是我们有诺罗的立牌。好可爱。没错，然后是双面，然后不一样的表情，这样子。不一样的。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就是有不一样造型，或者是说我们萝莉化了，就一定要再出一个立牌给大家收藏？那必须的，真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精美贴纸，括号笑。等一下那个精美贴纸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等一下。那个对精美贴纸，它是。它有点像是那种你要自己一张一张撕下来贴的那种贴纸，它是半段贴纸。如果我讲半段贴，我怕大家听不太懂，反正它就是一大张，你可以自己撕下来贴。好，一大张。那请问这个里面的图的由来，为什么有拿大便？这个是一个哆啦 A 梦的梗图啦。等一下，我找一下那张。好的，那张真的太经典了。好，你慢慢来。个几分钟。没关系，慢慢来。我这边跟聊天室大家打招呼。舒语已拉塞，然后Joker已拉塞，晨晨已拉塞，然后拉开就是啊，就是用文字帮你们叫这样子。
然后欢迎大家买起来哟！一次要买10组哦，知道吗？10组哦。没有买10组的话就好，我不要力气，等一下。那这台要出现状况，可能一次买10组啦。可以啦，他们可以啦，大佬们绝对可以的啦，一次10组，对不对？然后下一次换猪猪的吗？好啦，下一次我再参考一下诺诺，好不好？但是巧克力，等一下为什么是巧克力？不是夜市卖弄一段圈，等一下。巧克力了，那是巧克力啦。等一下是什么？我找到了。巧克力什么？那是巧克力冰淇淋啊，不是大便。那个是巧克力啊，原来是哆啦 A 梦的梗图哦。其实姐姐还不晓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梗图我也不知道，这网络上有，就是网络上的吗？好吧，姐姐实在是太没有时间，就是可能看其他奇奇怪怪的迷因了，太忙了。这是我某天翻 Google 的时候翻到的。你等一下，只是因为右下角中指太不礼貌了，所以我们换成赞吧。可以，我们是礼貌的 LF 家族，对不对？对，原来如此。那这样子的话，拿大便拿爱心赞都是糯米粒吗？对，但是糯米粒。好，糯米粒呢？你们要拿大便了。有点猥琐的脸。有点猥琐的脸吗？好，但是意外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可爱。然后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等一下还没讲完，贴纸50元有2张，你等于你有8张小贴纸可以玩这样。好的，1组2张真的是很划算，很划算。对，大家都要买起来哦。虽然说就是你们可能要拿大便，对，你可以拿去贴在别人的笔电上面之类的。对，就是把那个大便贴在那个讨厌的人。对。好吧，开玩笑的，这么可爱，自己收藏也可以啦。对，没错。然后接下来吊饰的部分好可爱哦，6公分的吊饰嘛。没错，6公分小吊饰。对，也是诺罗 ，yes。这个全部都是出自于我们 LF 爸爸之手吗？没有，只有立牌跟那个不是花粉。我刚才讲花生粉，不对，那个萝卜筋。它看起来应该是萝卜筋，但它有名字它叫花生粉啊。好可爱哦！但是我怕大家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萝卜筋跟那个诺罗的立牌是出自 LF 爸爸之手。好的，那其他就是其他厉害的老师这样子。对，贴纸跟蜡烛不是什么厉害的老师啦，就是我自己啦。其实我真的觉得诺诺的那个小 Q 图真的超可爱的。诺诺之前有空的时候也会帮就是 LF 家的大家画小 Q 图，超级治愈的。对，下次就换，下次有空再来画一点。就是然后 Q 版吊饰是另外一位老师画的，耶！谢谢老师的辛劳。那我可以问一下这个主视觉图吗？这个也是另外一位老师。主视觉图也是另外一位老师，是日本的老师。日本老师。对。所以你就是用那个日文书信。没错。他帮我换了一套新的，有点魔改的衣服。超棒，虽然被挡住了。真的吗？等一下我们的衣服是有微微改了一点点设计。我看一下有没有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比较清晰的图呢？好啊，比较清晰的图。你慢慢找，我现在先来找另外一个联名活动，这就重要这个要达标。好，这一定要达标啦！来各位。诺诺，对我们诺诺也就是这次你有参与设计吗？外套的部分有，几乎整件是重新打掉重练的。所以我看一下好，裙子的部分应该是不包含啦。对，我也想说这下面是蕾丝吗？没有，裙子是我的裙子啦，不要扒我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吗？怎么了？因为上次那个猪猪的联名外套就是也是有出来嘛，然后那个时候绘师也是帮我画了裙子，然后我们家面线大佬有一些是美男级的，很爱女装，或者是说他们很喜欢女装，他问我说那个猪猪裙子有在卖吗？所以现在可能要跟大家说，那个你们冷静一下，我们卖的是外套，裙子没有在卖哦。对，没错，这是没有在卖的。对，所以就是大家冷静哈，想要女装的可以随便搭一件裙子来搭，但是呢，重点是外套。还有这个外套有很多小细节。对呀。首先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细节。
首先它是一件非常低调的痛衣，对，当然你们看它看起来很像帅潮会穿的衣服吧？为什么你说的帅潮感觉跟宅肥是那种在上反肥宅？穿上你就会变帅潮了，真的。好，然后你们看那个帽子的那个叫什么？帽子的绳子哦。帽子的绳子的地方有 You Made Me Luna。哦，有 You Made Me Luna， 为什么你讲起来就是 You Made Me？You Made Me， 就是诺诺的讲法就是 You Made Me Luna。You Made Me Luna， 然后再来是那个画面稍微左下一点点的地方有个小标签是 Luna。啊，对 Luna， 好的。对，然后再来是大家有看到有一只放下来的手上面有个小口袋，对不对？对。虽然这张图上面没有，但这个小口袋打开会有一只我们碳烤麻薯的，就是对小图案在里面。虽然这张图上面没有，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等一下，你说口袋哪里的口袋呢？对，是袖子上面那个口袋。好，打开之后会有小麻薯。对，有小麻薯在里面，只是这张图看不出来，大家就想象一下。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里面有小麻薯，或者是你们可以到我的推文那里去看，有更详细，然后有卖场链接。然后对的，还是我把卖场链接贴一下。哦，你贴给姐姐看，还是说你可以贴看看你有没有办法贴？没办法，姐姐帮你。好，那我们把外头快收住，大家可以从这里看看，可以贴。好，对，更详细的图可以在这里看。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点是，它很低调嘛，它里面是不一样的颜色，然后下摆的地方会有一点点星星的图案，就跟我的裙子下摆是同款。然后再来是背面的那个小翅膀做的很低调，它是有点反光材质，你要在某一定的光线下才看得到。真的耶。如果你今天在一定的光线下，但你又不想要让人家发现你这件是统一的话，你就把帽子放下，你不要戴着帽子就看不到那个翅膀。我懂，真的是完美。就像我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精明干链，诺诺知道吗？对。那我这个精明干链呢，不晓得为什么被我们的美工牛妈先生呢，在旁边偷偷放了一个萌。但是他放的那个位置之好的，我只要把那个外套帽子拿下来，他们就只会看到干链2个字。对，就这个意思。太厉害了。对，太棒了。差不多这种感觉。对。然后买的话，还有送那个明信片，复制签的明信片。哦，明信片有，现在在这里，好可爱哦。对的。哇，诺诺的那个字，那个彩虹字也是你自己亲贴上去的。弄的，对。真是太可爱了，大家可以支持起来，我们可爱的诺诺，超级可爱。而且诺诺这样工商服务时间，我总觉得你上面那个可以转一下要的，可以转一下。工商服务对，工商服务好可爱，没错。有种不要我觉得我被呛了，因为他只是照实色，不是他照实色，记得是我的精明干练。那个萌不晓得为什么被萌生出来了，我觉得一定当下有大佬付钱迫害他，对，一定是有大佬付钱，就是对，或拿刀架他脖子上，一定这样，对不对，诺诺？他是被贿赂了啦，对不对？是不是？好，总之呢，诺诺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档期大概到什么时候呢？大概为期1个月，上礼拜2公开的嘛，所以也就是说会到10月9日左右。好，10月9日左右，好，大家把握时间。那我们诺诺，对我们这件外套可以具现化一下，好不好？没错，对，好看，好可爱，好可爱，跟诺诺一起。我们可爱的诺诺。把大图给姐姐了。什么东西好啊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外套，好，我们这个先帮它撤下来。接下来还有一张图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是生日的图示，姐姐等一下记得帮我放小一点。哦，好的。那个，大家想要高清画质，可以买套组就送你。好的，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日本老师的图可以给大家看。好，欧恰恰老师，对，他叫欧恰恰。欧恰恰老师嘛。哦，真的有大。超大。好，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诺诺生日的主视觉图呢，好可爱呀，超级可爱的。大家这衣服他有稍微帮我换了一下，
有算是老师原创的这个诺诺的衣服这样子。对，没错，好可爱哦。他还帮我在耳朵上装了看那个我们的麻薯的形状的耳朵，麻薯的形状的耳朵，头上那个发饰。哦，有，好可爱。他原本对，超级赞，而且这个老师的用色很鲜明哎。对，很温暖，我就是看上它温暖的颜色。它的用色是基本上应该，我觉得算是蛮对比色系的，可是它对比色系又不会觉得很冲突。对，很舒服。对，超级好看的。这个就是这次诺诺生日的主视觉图，今天就喝垮要求喝垮，知不？我觉得我想要偷偷放大那个大腿的地方呀，大腿地方因为很香啊。我现在到处在看一些细节，对啊，有一些细节藏在那个魔鬼里面嘛，魔鬼藏在细节里。对呀，像这些图，我每次看到我都会就是细细的从头看到尾啊，这个屁屁很香。他连鞋子都有偷偷帮我画的。有啊，有，好可爱哟。对，是有花纹的鞋子，超级可爱。对，连花纹都还好上面没有蓬的。如果不蓬啊，当然不会有蓬啊。那为什么我被爸爸画了一个蓬的鞋子上？气死我！我觉得爸爸会写讯息给我啦。那爸爸都偷偷疼爱我们，又偷偷欺负我们，你看。没错。那爸爸上次真的在我的鞋子上面画了一个蓬。爸爸，对，细节藏在魔鬼里哦，对哦。这个是诸事说法，对。好，大概是这样。对，那我们最后的这个马多美几嘞？最后来，我们各位大佬们把握时间，9月9号，那高尾高和告高尾沙杂喝，高尾高和告高尾沙杂喝。等等都讲咱当就毕业的周边的预购时间等等高尾沙杂喝咯，一定要背起来哦。来，我们10组起跳，谢谢大家，一次10组，谢谢。好，来，我来帮大家上连结，生日周边在这里。好的，工厂产业，谢谢。那你想要置顶的是哪一个呢？你觉得？生日。真的吗？好，这个比较重要。那2个都重要，但是我们只能选一个。对，没错。好，我们把那个生日的字顶上去。好，顶上去了。耶！谢谢。不会，这个太可爱了，一定要宣传一下。因为今天刚好也想说，诺诺来就一起来，大家宣传一下。工商时间，对，工商服务时间，这个很重要，我把它放旁边。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好。请问今天的工商费是说蓬吗？对，就不用，姐姐帮你顶起来。好，交给姐姐了。如果你要陪我也是可以的，但姐姐会尽量顶起来的。没事啦，姐姐对我这么好，肯定要的嘛，对不对？我原本想要撇开这个话题，想要装死，然后聊一下昨天的行程，然后还是没有办法躲开这个碰的话题嘛。没办法。YHL 老师收到了，恭喜 YHL 老师。什么东西？怎么？你打到我？诺，你要开始开嘲讽了。诺，你不要嘲讽他们。诺，你不要再嘲讽他们了。天哪！可是我好想刷贴图哦。你很想怎样？我想刷贴图啊。你好想我真的觉得奇怪，我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你都敢嘲讽面线哥哥吗？猪猪姐姐都不敢为什么你敢呢？你可以教我一下吗？因为他们枪头都是歪的呀。太坏了！有人要我换绑一个发型，等我一下。等一下。好了。等一下。那你说仔细，那个你像是在嘲笑他们都是歪的吗？对啊，歪的呀。那你看，打不到啊！
没事，哥哥们，等一下，我粘在姐姐身上了，姐姐好棒，等一下，好荒谬！等一下，好棒，姐姐不会用，等一下，姐姐不会用啦，等一下，我要怎么？我解开你了吗？应该是解开了。好，我解开你了吗？对，解开了，但我是歪的，我歪了。等一下，我好不会用这个哦，设备的东西都好可怕。等一下哦，姐姐帮你用一下。好，这样子你回来了吗？有吗？应该。好的，姐姐你用力晃一下看一下。这样子呢？哦，没事了。好，黏在姐姐的感觉还好吗？好快乐。什么东西？等一下，为什么要黏住？又黏了，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你在闪躲他们，现在哥哥们就是怎么射都射不中，因为你在闪躲他们，你知道吗？没错。好了，诺诺想，怎么又被打到啊？诺诺，姐姐其实陪你一起闪躲的，这到底是什么状况？等一下，诺诺救命！然后又一直乱倒。等一下，诺诺，等一下，姐姐不会用。等一下哦。等一下，诺，我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你都会被我黏住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好的。好，谢谢小喵喵。我们现在总裁们要一箭齐发。诺，为什么姐姐都会黏住你？对啊，为什么？姐姐离开你一下，你等我一下。姐姐都会自动上粘胶。不然你把控制位置交还给我。好啊，那你大家等我一下。好。然后大家在那个狙击，我来跟大家聊天，依旧是狙击不到那个诺诺的状况下呢，我就是打不到的啊！太坏了，好奇怪哦，明明之前都很好被打到，为什么这次最近打不太到？就是等一下，我要坏了，等一下，我要怎么那个，姐姐忘记了。你上面不是有2颗紫紫的按钮吗？右边那一颗。对，好的，我给那个我还给诺诺了，我应该是把主导权还给诺诺了。对，还我了。好了，有了齁，好，那我就可以 OK， 这样就不会黏了。好，谢谢小妮妮。然后对，谢谢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我们诺诺不再闪躲了。诺诺，你确定不再闪躲了？这个状况下会不会大家就被狙击中了呢？然后首先是谢谢盛虹老王的一个汇集，然后谢谢他娃的一个汇集，谢谢小天的一个汇集，谢谢薄荷的一个汇集，谢谢小喵喵的5个汇集，谢谢我们尼氏企业总裁，我们尼氏小妮妮又开始轰炸了，妈呀！感谢小妮妮，轰炸机来了。对，我们轰炸机，我们尼氏企业又开始轰炸现场又出现了。但是我好想被打到啊！等一下，诺，为什么你的闪避值这么高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重开过就是把它关掉再重开，听说这样比较好中，也没中啊。但是就是好吧，这就归咎于就是哥哥们都外跳。那对。那我们小妮妮呢？我们小妮妮就是同样生而为女性，我相信我们这个怎么讲，瞄准的那个有磁铁哦，有磁铁是不是？搞不好有机会撞上去吗？对啊，搞不好你去撞你去冲撞小妮妮或小喵喵选一个。对，地毯式轰炸。结果哇，杜杜也收到了，天哪！然后米娅也收到了，就是诺诺没有收到。为什么？就是诺诺没有收到。等一下，诺诺你可以再过来姐姐这边一点，然后我怕说你被那个聊天室挡到，因为你今天是我们的来宾呐。好，今天是我们可爱的小来宾。来宾吗？那对，可以。好，你这样子你就保持这样子，我可以闻你那个头的那个头皮味，好可爱。好害羞。而且你可以这样子，你的眼睛好漂亮哦。展示一下，超厉害！对，你展示一下好不好？这个是你有跟爸爸讲说你想做的吗？没有，这是我原本的眼睛。你原本的眼睛，然后就坐过去这样子。
对啊，原本是跟爸爸说，爸爸我也想要眼睛里面漂漂亮亮的，然后爸爸就说，那既然你有这个恶魔翅膀的话，那感觉蛮适合，有点像龙的眼睛嘛，然后就给我设计了一个有点像龙的眼睛。哦，好可爱哦！哎，然后13也中了，那我们像那个尼士奇也继续轰炸，然后我们13教官，那么咋杀告瓜嘛屌啊！我们诺诺加油！啊，好可爱哦！这是什么？还可以喷花花。对，你刚刚那个是星星吗？等一下，你那是什么啦？你那是什么？星星啊，好可爱哦！而且为什么还有小花花？天哪！香香，我香香的。哎，就连皮皮也中了，你皮也中，为什么就是没有我？为什么？然后小春也中，等一下，陈数也中，对，都有，什么意思？所有的 VTuber 哇，渐渐的都频道不欢迎我，不会，诺诺，怎么可能不欢迎你？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今天这次来的大佬，每个人那个这个周边买5套，好不好？绝对不可能不欢迎，知道吗？其实我一起的错啊，生气了，好可爱，兰兰也中了，兰兰，现在是小生气。好，那很生气。好，诺诺生气了，不要生气。诺诺，你乖，你有什么事情跟姐姐说？因为没有中吗？哎，西林姐姐也中，西林姐姐，西林啊，哎呀，虎虎也中，为什么？我明明在这里，我在这里呀，我在这里。我们小诺诺等到哭出来了。就像是在幼儿园等不到爸爸妈妈接送的这个小诺诺，就只剩下他没有爸爸妈妈要接送他的感觉一样，是这样子吗？为什么？不要哭。为什么会这样？哦，就连优塔也中了。为什么？到底？哦，感谢我们的长官，我们长官哥哥，虽然说他很腹黑，他很坏，他很想被揍，但是他也贡献了10颗。10颗子弹，10颗弹药，看会不会中，好不好？没事的。你为什么 ？No， 没事，一定是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对，好孩子，总是会好。对，好孩子啊，怎么了吗？你说的，哎，你很好 Q 哎。好孩子，我是好孩子。对啊，怎么了吗？好孩子。那我现在要来做一件事情。好啊，请说，你做吧。要做什么事？我要来做一件事，但是打不到，都是不行啦。可是这是你打的，我舍不得。哦，好，要不然你说其他哥哥打不到都是怎么样？其他哥哥打不到是不是？就是这样啊。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哇，我的天哪，我的欧巴，我最帅的欧巴绿布也中了。扎口打不到啊，扎口！什么？丽江也中了，然后你就骂他们扎口，天哪！诺诺，你知道你这是在发放福利吗，亲爱的？原来吗？你像是在发放福利，你知道吗？天哪，阿里亚莎阿维先生也中了，天哪！なんで？哎，维维老师也中哎，なんで？一代どうなる？等一下，なんで？要不然我帮你加持一下好了，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诺诺怎么样都不中，对不对？对啊。好，那诺姐姐这时候就是先说一遍自己很碰，会不会有机会？还是那个啊，还是我陪你说啊？真的吗？那你要陪我吗？我有6次的机会，你要陪我吗？好，陪你。真的假的？啊，真的。我的小诺诺，哎，葫芦老师也中了。为什么？我的天哪，连 BB 也中了 ，My God！ 为什么就是没有我？为难的。那么这样子好了，我想一下，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我帮诺诺加持一下，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先讲我们第一次很碰这件事情呢？就第一次就普通的来一下好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起往前。好，往前。对，然后我要很心不甘情不愿的。没有这回事的那种感觉。好，那诺诺呢？哎，我心里也中，舒服也中了，我到哪里就一直中？到底为什么没有我啦？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说自己很碰呢？
一遍普通一点吧。要普通一点吗？好，那我就第一遍普通一点。那我们就普通一点。对，不是这个表情。我不想讲啊诺诺。没事，加油！我们等下就3、2、1一起讲。好，顾彩也中了，然后波美也中了，不行，我们要快点加持下去。那么可以请第一遍，请诺诺引导姐姐怎么讲烹吗？我想一下，就是我想一下，很烹，就我最烹之类的。我很澎湖，对我很澎，我最澎。牛诺为什么可以轻易讲出这些话啊？好不甘心哦！我不澎啊！你竟然不觉得自己澎？这就只是一句普通的台词而已。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台词吗？可是我，天哪，这个很像五斗米折腰，你知道吗？好，那就3、2、1那句话吗？好，这样子吗？3、2、1，对，3、2、1大声说出来啊！好，那这样子就请诺诺先引导姐姐，第一次交给你了。好，3、2、1，我很胖，我最胖。等一下，为什么？诺诺，你为什么没有讲？诺诺，你为什么没有讲？怎么了？他好像断线了，不是，你为什么没有讲？诺诺，你为什么没有讲？你为什么没有跟姐姐一起讲？等一下，你的声音呢？断线了啦！断线，姐姐再说一次，你说完了吗？你断线了吗？好，你刚刚有说吗？有啦吧？等一下，你说你刚刚是断线是不是？好，不好意思，我以为你刚刚是那个好，那你这次再引导我好不想讲。那我们再讲，好，不行，这个要算第2次了，不要，要算第2次。好，我们算第2次哦。好，我刚自己讲1次了。好，那第二次我们一起加持，然后搞不好诺诺马上就中了，好不好？好。然后第2次我们要怎么讲呢？第2次也是我讲，第2次就你全家才烹 ，OK？ 你全家才烹，可是我有讲到我该讲的吗？我好像没讲到我该讲的吼。对耶，对，那就是我烹的话，你全家烹，这样子吗？这样有算吗？这样算吗？好，反正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受伤，可以，绝对可以的，哥哥们一定可以的，好。OK， 好，那我好，第2次好长哦，等一下我要搭配这个表情。等一下，第2次我练习一下是，我烹的话，你全家都烹。好，好 ，OK， 好，我要闭眼睛，好不想，好，我会加油，第2次我会加油，好，来，3、2、1，我烹的话，你全家都烹。有了，谢谢诺诺，而且就连我们考娜也中了一下。为什么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要再把它关掉重开一次。你们等一下。好的，就连我们考娜也中了，到底怎么回事？谢谢诺诺很义气的陪姐姐讲了1次，虽然说第1次不知道为什么断线那个臭网络，那个一定是网络害的。我们家诺诺一定是网络害的，我们家诺诺怎么可以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网络坏掉？没错，不可能，柚子不可以，黑箱书记官诺诺不一定，不行，他不可以再断1次，好尴尬怎么会断呢？没有啦，网络啦，那个都是那个电信的问题啊，不知道，他可能最近又在种花了。对啊，所以刚刚那个不是诺诺，对啊，那个是，等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等一下，诺诺你很乖的对吧？诺诺你很乖的对吧？对，等一下，第1次应该是断线对吧？对啊，那个种花电信的那个维修人员好像叫彩彩吧？等一下，我觉得我第1次是被弄的。等一下，诺诺，你看这姐姐，你第1次是断线吗？我真的断线啦！你看我刚刚连那个我都不会动了呀。
但我刚刚连捕捉都没动哎。诺诺，你讲的话姐姐都相信。你第一次是真的断线对吧？真的。我觉得我像被弄了。我怎么会弄姐姐呢？怎么会？好，我们先跟聊天室的大家，你好，这位是优乐吗？然后等一下，我总觉得等一下会有机会再断好几次。然后这位是，我看一下，谢谢小喵喵又送出了5个会籍。我们李明总裁好像又有加码50个会籍下去，谢谢你们今天。哎，怎么办？我们今天像讲了猪猪讲的第2次，好像还是没中哎。为什么啊？等一下，我重开你们没？等一下，我看一下。好的，我看一下哦。等一下，长官说连长过去，但是眼睛没在看。种花，这一定是种花，一定是种花，害我家妹妹学坏了，一定是。诺诺这么天真可爱，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对，绝对不可能的，一定是只是种花断线了，对不对？然后护理师一拉上，小天谢谢。我真的不行哎，到底为什么？诺诺，你今天这个角色真的好适合做那个腹黑萝莉哦，太适合了。我找到了你另外一个角色定位了，太腹黑了。没有什么腹黑，就是电线坏掉了，不是我啊。就是居然若无其事的腹黑，然后就连姐姐一开始也以为就是我们诺诺对，就是真的断线了。但是我刚想了一下，好像不太对。谢谢小天又说出了1个会籍，紫金留言。我重开了，应该要中了吧？好，没关系，我们还有4次的扣打。我们还有4次，你看我们小妮妮依旧很努力的奋斗，绿化大家中。谢谢妮妮，谢谢。对，可是我现在看碰家，什么碰家？你在碰，你绝佳碰，哦，气死我了！诺诺他说我们是碰家人，怎么办？礼貌，什么碰家人？碰的就姐姐好吗？太坏了，对不起。请修正你的语句。不是，我们这个诺诺一定是刚被大佬塞了吧几十万，一定是这样子，气死我！他们刚刚说要买很多糖果给我啊。可是我也想吃糖果，我也可以分到吗？可以，姐姐，我待会分你，你就稍微再承受一下吧。这实在是太坏了！米娜本本也中了，天哪！我们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加持一下？我们第3次应该怎么讲比较好呢？我们希望就是在第6次以后，我们诺诺真的就是有机会可以中一下，对不对？好，那就，砰，我最砰。完蛋了！我觉得诺诺真的是最腹黑的那个。怎么会？好 ，OK 啊，布雷亚也中了，好，牧尘也中了，好，我们加油！为什么连木匠都有？我们大妹，对，那我们晨晨也中了，好，没关系，我们这一次，我们现在这次也加持看看好了，好，那也是，好，那麻烦也是诺诺再带一下姐姐了。OK， 3、2、1，砰砰，我最砰！等一下，诺诺，你有讲吗？等一下，诺诺，等一下，对不起，姐姐，刚刚网络怪怪的，你们再一次。你刚刚讲了吗？还没吧？我刚刚讲了，砰砰中那个网络断掉了，再一次。姐姐讲了。没有啊，没听到啊。姐姐讲完，没听到。等一下，你们变现一定有私底下串通诺诺，我就觉得这个不对。等一下，蛋糕生日快乐已拉塞，不是，你们今天不是你们今天不是通常的诺诺，我跟你讲，通常断线的都是姐姐，怎么今天变成你了呢？怎么会这样子？那个新的电脑有点怪怪，它有时候会坏掉的。
我们是山西杀手。不是，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受伤，为什么这时候中华电信不对？第三次，那我们再一次第三次。不是，没有，刚刚是第三次啊！刚刚是第三次，对，诺诺，刚刚姐姐很努力的自己讲，那是第三次对吧？对不对？是吗？大家有听到吗？我刚刚断了，我不知道啊。等一下，可恶！他们现在转圈圈，一定是我的网络有问题了。对，我可能现在网络有问题了。我趁现在试看看。断的是姐姐，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几只断的是姐姐，不是我？哦，可能断的是我的网络吗？好，那怎么办？对，那也就是说对，所以大家可能刚刚没有听到。对，要再一次。所以第三次大家都不知道，太贼了！等一下，太贼了！大家刚刚也没听到吧？现在正常吗？现在正常吗？大家就连水莲宝贝，现在好，我趁下大家断线的时候，我再讲好了。像第三次，对，你们现在在断线，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下吗？诺诺，好，可以，第三次一样，好，好，来，3、2、1，砰，我你最棒！不是，这真是太坏了，不是太坏了，不是，我刚听到一个不太对的东西。怎么了吗？等一下，你们现在什么都没听到对吗？等一下，在这个断讯的当中，我们妮妮总裁还是继续轰炸着我们的聊天室。对，怎么没有？好了，我跟你讲，一定是因为断续，但是我们现在努力到第三次了，对吧？哇，连许先生都中了，许先生，许先生、许老师怎么也有？对，许先生也中了。不是，等一下，诺诺，请问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刚刚说的姐姐什么？你说的姐姐什么？砰砰，我对砰啊，怎么了？聊天室的面线哥哥们，你们刚刚听到的诺诺是这样讲吗？对吧？我是这样讲吗？我是这样讲的吧？对吧？你们听一下回放，我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对，听错了啦！我相信我们家诺诺很快乐。你刚没有讲很奇怪的字眼吧？没有啊，我讲砰砰我就砰啊。好哦，好哦，对，所以应该是这句话没有错吧？没有啊，没有那个什么你，对不对？没有，怎么会呢？好哦，你看大家都说没错，没有，这刚刚是第三次，接下来要第四次，那接下来是第四次对吧？好，对，接下来第四次大家想要听什么？我已经想不到了。不对，我觉得诺诺现在应该是在跟某个大佬私讯中。等一下，好可怕！等一下，小诺诺这一次应该不会断线了，对吧？不会，对不对？我刚刚就他正常了。我们是最棒的姐妹，对吧？对，不会有奇怪的字眼跟断线，对吧？对，诺诺最乖了，对吧？没错。那我们要讲第四次哦。第四次要讲什么好？第四次哦。那姐姐想吧，我们一人想3个，差不多吧。好，那就砰。我看到有人说天蓬元帅就是我。这个好帅哦，这个好看哦，这个好帅哦，这个对我是天蓬元帅，这个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好，水灵宝贝，你救了我，这个太帅了，耶，这个很赞，对，这个很帅。好，那接下来就是猪猪姐姐带你咯，因为是我想的。好，谢谢水灵宝贝提供了我们第4次的这个砰砰等一下，我跟天蓬元帅就是我之类的。好，那这个我就是很自信的说了。来，我们天蓬元帅就是我，1、2、3，天蓬元帅就是我。姐姐，等一下，不是，诺诺，你刚刚讲姐姐对不对？你刚刚讲的姐姐对吗？没有，你听错了。
你听懂了？好，没关系。诺诺这句话使坏可以，因为天蓬元帅我也像常讲在嘴边。对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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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没错，不对，我觉得我们剩最后2次，我觉得可能要开始叠对叠了。我们家诺诺学坏了，我开始发现叠对叠，诺诺满肚子坏水。没有啦，没有，姐姐你误会我了，你这样我会难过，我真的没有。没有，你不要哭。不是，我刚刚只是听到了很奇怪的东西，那一定是你被盗账号对吧？对啦，刚刚那个有骇客入侵，把我电脑断了一下。你跟我一样常被盗账号真是。对啊，好奇怪啊，我这个密码可能太好猜了。那么，我们最后的2次，我们要真的是做足诚意，对不对？好，诚意。怎么做假做走来？没有，我刚第4次很有诚意，我们只剩最后的2次要很有诚意的，对不对？很有诚意。猪追是不是耳朵又被塞住了？太多疑了。没有，等一下，面线哥哥，等一下，不是各位面线哥哥们，我记得我的耳朵一向听力是没有问题的，我刚刚有听错什么吗？诺，我刚刚应该没听错吧？我刚刚都是讲对的，姐姐可能真的应该不是姐姐耳朵问题，是耳机问题啊。我的耳机是该换的是吗？对，大家姐姐耳机该换了，你们知道怎么做吗？免得他等下又误会我。所以是我这个耳机，因为最近常摔到，所以一定是因为耳机就是可能让我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是这样子吗？杂音啊！原来是我耳机该换了，我就想说我们家诺诺最乖了，一定是不可能讲出奇怪的东西的，对不对？看大家都听到我是讲对的呀。也是哦。好，那我们最后2次，你觉得怪就是你的耳机问题了？好吧，我可以相信你们对吧？可以。什么东西？可以。等一下，木马腿以来晒，然后3哥说对，监听耳机的问题。你看诺诺这么天真，会有什么坏心？对啊，我还喜欢闻他的头皮味，真的是好香哦。好，给你多闻一下。香。监听耳机坏了，就要找他，不要生病。好哦，什么诺诺什么坏心思？所以果然是监听的耳机出问题了，对吧？对，耳机可能电流声之类的，那个杂音让你听起来怪怪的。好的，那我们最后2次，我们趁现在应该是可能中华电信是没有问题的状况下。好，那最后2次。最后2次也好纠结，最后2次，啊，砰，我不会想这些东西哦。还有砰什么啦？砰！我最想讲的还有就是你。什么？诺诺怎样？什么？没有，我没有。诺诺，你有什么建议吗？有什么建议可以跟姐姐讲？没关系。没有，我要小声跟糯米粒大哥跟大姐姐讲一下。姐姐先把耳朵闭起来。好，耳朵闭起来。好哦，耳朵闭起来。然后呢？偷偷跟你们说，这个人啊，这个姐姐她一直在那边砰，你们看，快把她剪下来，她在说自己砰，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姐姐耳朵可以打开了。等一下，那个，对我们诺诺最乖了。刚刚一定是跟那个其他面线哥哥或者是糯米粒哥哥说，就是可能肚子饿啦，想吃什么糖果啊之类的，对不对？对。那个啦，打麻将啊，碰，对不对？对啦，刚刚是在讲打麻将的碰，霹雳卡，等一下，什么已经在剪了？什么东西？我刚有讲什么吗？应该没有啦。我刚没有讲什么奇怪的东西吧？吴谦老师也来了，吴谦老师也很坏，超坏的。等一下，等一下，你为什么看他们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东西了？怎么了吗？他们要剪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啊。
啊，可能剪那个啦，剪那个他们在剪我刚刚的那个转转呆毛吧。哦，转转呆毛好可爱耶！那我们接下来第5句也转转。我们刚刚在蹭啦，他们喜欢看贴贴之类的吧？哦，好哦，那这样子贴贴转转呆毛就是永远都是这么可爱。那我们接下来，砰上砰下，微砰头针，什么鬼？可是讲没有说自己是砰这句太坏了。微砰砰上砰下，砰上砰下，那要加上什么会比较指明到猪呢？砰上砰下，猪是移砰啦。砰上砰下，唯猪独砰。我不想讲，唯我独砰。OK， 好像不是不行哎。好，那猪猪这次会努力讲哦，我们加持一下哦。所以好，诺诺现在还没被送到会籍对吧？对。好，我们继续加持下去，看看说有没有办法。最后2次了。好，砰上砰下，唯我。好 ，OK。诺诺，这是第几次？这个是第5次，了，我努力了，第5次了。好，这个是第5次，好的。好，那么一样姐姐说喽。1、2、3，砰上砰下，唯我独砰。你看我很乖，谢谢诺诺，谢谢诺诺。哇，我们第5次诺诺也陪我扛起来了，真是史无前例的好妹妹。我前面都有陪呀。我可以相信你吗？可以啊。诺诺，陪呀，姐姐，你又误会我了。所以一切都是中华电信的货，对不对？对。好，我们诺诺很乖的陪我扛了5次。我们最后1次也可以相信大家吗？可以吗？可以。然后胡子叔也来了，感谢镇定，谢谢过来。种花不搞事了，对，种花现在很乖，但种花不要再搞事了，我们真的要进行最后1次了。好，我们诺诺讲义气的，最后1次我们要想一个惊天地斗鬼神的砰吗？要。是什么？最后1次惊天地动鬼神的砰应该会是什么呢？惊天地动鬼神的砰，对啊，应该要。谢谢武谦老师也送出了5个会籍，谢谢我们长官也送出了1个会籍，感谢。我想还是没收到。诺诺可能没有讲完，没有关系，一定是因为我们还没讲完的关系。对，还有1次。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可以砰的啊？怎么办？我好没想法哦。霹雳的台词你改不起来吗？水晶宝贝朝向霹雳的台词去改词了是吗？也谢谢薄荷送出了1个会籍还有什么砰啊？砰！我就不砰的人，我到底要怎么讲自己砰嘛？对不对，诺诺？什么？没听到？诺诺，你那叫选择性断线。什么？不要，我的耳机也怪怪的啦。你那个是选择性断线。等一下，我们妮妮总裁持续绿化我们聊天室，我们莉亚大人也中了。诺诺为什么就没有玩呢？一定是因为一直断线的关系，我们不能再断线了，怎么办？好。我想一下哦，我刚刚是这样说的，不砰的姐姐要想那个砰的台词很难过，很困扰，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对你没断线的，对不对？对，我没断线了，这次怎么办？诺诺，不砰的姐姐要想一个没有砰的这个台词，诺诺也不砰啊。对呀，太难过了。我们家人都这么的精明干练，你们要我们想那么砰的台词，根本想不出来啊，对不对？
专心想台词，听不到正常。黑箱书记官，你是想要被 ban 下去吗？气死我了！哎呀，那我阿佛也被也被打到了，阿佛对。我想一下啊，天崩灵，地崩灵，砰砰之力在眼前，砰砰什么鬼？等一下，谁能比我砰？为什么都可以想到这么腹黑、这么简短的话呢？没有，刚刚看到我忘记是谁留的了，我刚刚有瞄到一眼，谁能比我砰？就这个了。好不想讲哦，划一下。不想讲。柚子是柚子的。等一下啦，柚子完蛋了，你要下去了。半烹半蒙半煮煮，全烹全蒙。是全猪，脑中料理常万种，掌握烹界半面天。哦，这个很惊天地泣鬼神，对。可是我觉得很有杀伤力的是那一句。我看到了一个那个有个怪怪的留言，我可以删掉吗？哦，好啊，你说 G 开头的那位先生吗？对啊，好像怪怪的，看起来很奇怪呢，不晓得为什么，感觉很可以整理一下哦，对不对？整理一下好了。对。哦，就是 G 开头这位先生可能被整理了一下，对，不晓得为什么，对。好奇怪哦，没有了，他打了一串乱码，我们维持聊天室的干净。对，我们维持聊天室的干净，然后又简洁有力啊，简洁有力，等一下，最后用舍我其谁的语气大声讲出来，谁能比我 ？OK， 太坏了，好，你们不要说我没诚意，我们这个是很有诚意的。好不好？我们这个，既然这么有诚意的状况下，然后诺诺妹妹又很义气的陪伴猪猪在这个频道，对，被盗账号，对，我今天是整台被盗账号的这个状况下，她很有情义的陪我一起被盗账号，我先感谢诺诺的情义相挺，最爱你了，诺诺。谢谢姐姐，就是有你这句，我才能努力的吞下那些芋头。那个是来自于我们面线哥哥的爱屋及乌啊，承受他们的爱吧，诺诺。太可怕了。好，我现在 BGM 关掉了，我超有诚意。简洁有力是吗？诺诺，最后了，真的是最后了。好。总之呢，这3年来，我真的很庆幸可以加入 LF 家族，变成小蝌蚪，又遇到了这么可爱的妹妹。我们都是天真善良无邪、公开、公平、透明的经营模式。人善被人欺呀，诺诺。我们人善被人欺谁？不是吗？等一下，人善被面线欺呀，是不是？哦，对。我先确认一下，诺诺，你是我的友军对吧？我是友军啊，是吧？我们要讲最后一句话了。我很有诚意的，我们要在今天下午2点49分，我们时间来到了9月16号的下午2点49分，我们迎接最后一刻的砰。今天，我们整个频道就这样硬生生的被盗账号，我实在是非常的痛定思痛，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让他被盗。因为反正等一下我的精明概念就回来啦，对不对，诺诺？就一瞬间的事而已，对不对？最后一句了。精明概念就一瞬间对。不是诺诺，你刚刚讲的什么？没有，我说精明概念一瞬间就回来了。对，看着我的眼睛，一瞬间就回来的，对吧？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要爱过我，我很爱你。最后一句了，来吧，诺诺。陪姐姐扛完这条路吧。好。最后一句。好。
把该还的还完，我的精明概念就回来了。对。诺诺，来吧。好，1、2、3，谁能比我痛？等一下，诺诺，你说了吗？诺诺，你刚刚你有说，不是，诺诺没有说，诺诺最后一句也没有说，诺诺，你等一下，诺诺，你有听到吗？我还了，怎么了？刚刚好像断了一下，刚这个电脑断了一下。不是，诺诺，你的中华电信有选择性断线的问题，不行，你快点去客服反映一下。不行，你这个月费都缴下去了，你这个实在是不行，不能让他们这样一直断线。等一下，诺诺，我讲完了呀。诺诺讲完了吗？我讲完了，我刚刚有讲不对啊，等一下，断线坏掉吗？非禁止换。太不好意不是，诺诺，你刚刚有讲吗？我有啊，可是好像断线吧？不是，你去看回放，不是啊！你问大家，我刚刚讲了吗？诺诺，我觉得我今天好像那个扛更多东西了，我怎么觉得我后面的剑好像我后面的剑被插了好多道？等一下，原来那个今天我比较小只啊，戳不太动。不是，因为你比较小只，所以不管就是我们大佬怎么正宗汇集都打不到你这样子吗？对啊，好奇怪哦。闪避越来越强了。诺诺，你刚刚那6句都有陪姐姐扛起来吗？有吗？有啊，你问大家有吗？我有断吗？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你刚刚真的是断线吗，亲爱的？应该吧，应该是断线吧，不然我刚刚真的讲了，但好像姐姐好像没听到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你是断线吗？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诺，怎么了？今天开心吗？开心啊，怎么会不开心？大家开心吗？我觉得他们很开心。我觉得今天很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受伤这个为什么连2倍老师都送位置？2倍老师也要加入狙击我的行列了。2倍老师狙击得到，真的就是有没有人可以打到我？对，目前都没有人。我们让姐姐再说一次碰。对，这真是太坏了！等一下，哎呀，放心啦，我这么会闪，他们打不到啦。你安啦，你们有种就不要打到诺诺。这根旗子是最安全的，真的，比起怎么迫害卖场更安全呢。我合理怀疑诺诺刚刚是不是没有打开？等一下，我真的是开的，我真的是开的。诺诺，你现在不可以打开哦。诺诺，你现在不可以，就算是为了我，不，就像忘记怎么关咧。就算是为了我，你现在不可以打开，知道吗？好吗？怎么关掉啊？我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啦！不是，你看我们大佬齐发，现在尼士器又用继续轰炸，他是把50个会旗当成5个会旗在送的这个状况下，对，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应该没有打开它，对吧？这个怎么？诺，也有点。你看着我的眼睛，在哪里关掉啊？你刚刚明明会开关的，你现在也会对吧？你现在可以把它关掉对吧？放心啦，他们打不到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跟你说，我开着这么久，他们居然打了几个，没打到啊。这个跟人数相信我之数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连塔都被打到了。相信我，真的啦。我们回币减满了，打不到的，真的。好的，好了，你们今天谁再给我打到诺诺，我再说我自己碰，我再说 OK 可以。我们快点加油，快点加油！我们诺诺，我们可爱的诺诺都在这边了。对，谁让他把他自己立的旗？姐姐承受，可以，
可以，我们姐妹不是做假的，知道没有？你们谁给我打到诺诺，快点打！快点打到诺诺，我就做怎么打不到？哎，这位是水语，这个是品牌账号吗？水语啊？不是吧？他那个哦，因为他的那个账号感觉蛮特别的。哦，这个是那个10万会有的勾勾啊，姐姐应该也有啊。哦，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与世隔绝。你看我就是这么的冷处坏，我有很多讯息都是不知道我明明我的频道这么公开透明，这么纯真善良，但是大家感觉好像对我都不是如此的公开透明。诺诺，你觉得呢？姐姐应该也有这个勾勾的呀，你怎么我不记得？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姐姐聊天是哪个字？自己的频道应该也看得到勾勾吧？可是我应该看不到呢。你打个字。好，我打个字哈。打个字。绝对就是我们频道贯穿本频道的这4个字了，有吗？什么？对耶，自己频道好像没有，但是你去别人那里应该会有一个勾勾啊。没有，我记得没有哎。姐姐有收过盾牌的吗？有亮亮的盾牌，现在在我旁边。那应该有啊，这个好像有啊，不，什么10万的大炮？什么10万的大炮？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什么就是啊？长官，金老师说要申请。等一下，我看一下啊，繁星，诗诗你好，哦，要去申请是不是？哦，对，哦，对不起，那繁星老师待会告诉我怎么申请，我们来教迪卡姐姐一下。对不起，我真的是很资讯真的是完全是被封闭，一定是这群面线封闭了我的资讯啊！吉卡奖也中了，资讯吗？哦，资讯吗？对，资讯啊，对啊，这不是吗？资讯吗？对啊，不是吗？但诺诺觉得是什么？是啊，是资讯啊，怎么了吗？要不然应该表达什么比较好呢？资讯，我打字。什么东西？打什么字？我打了一个字。打的什么字？在聊天室里面。这打呢？是这个字吗？No， 我觉得你今天一定高几率有被大佬塞钱。怎么会？今天的诺诺不是我家的诺诺。怎么会呢？他学坏了。怎么会呢？哦，申请连结大宝是传给猪猪吗？谢谢。我都不晓得有这种谢谢两什么10万大包啊！气死我了！这个频道对我不友善，这个频道一直到我的账号，我的精明概念可以回来了吧？对，诺诺，我觉得我讲完了，我的精明概念可以回来了，对吧？应该可以回来了吧？然后等一下不小心投那个精明概念，不小心长了个草之类的。不知道。那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的腹黑呢？怎么了？这怎么会这么腹黑？刚刚开始前有人塞了一箱东西给我，然后里面有很多糖果，然后跟一个纸条，那个纸条上面写说，我看一下那纸条上面写什么。我看一下哈，看一下，你们到底是谁塞纸条给诺诺？诺一起压缩的时候，你装断线，然后姐姐讲完，你就为了要说那么踩。完蛋了！你们这群大佬，你们到底是谁教坏诺诺？你们一定刚刚在开台之前有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个什么军师什么拟定的一些什么会议，一定有，是不是？什么10万大炮？气死我啊！不愧是天蓬元帅吗？不是。我真的觉得萝莉刁人家真的杀伤力100倍，被萝莉刁真的还蛮爽快的。坏掉，这姐姐坏掉，就是那种扎狗 ，kimo， 很扎狗 ，kimo， 好可爱呀！3颗简单纸条，好，诺诺，姐姐真的是，姐这个下午，我该怎么说？今天真的是，
我现在心境很安详。我们现在目前就连凉拌小姐以及我们的扣打统领，我们大统领也有，呆多丢都有收到了，还有我们这穆恩先生也收到了，哦，呵呵也收到。等一下，难点哇！我们现在今天炸出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 B 鹏鹏们，我们的诺诺闪避值不是点好点满了，对，真的是点好点满了，对不对？好奇怪哎，所以就跟你说放心啦，他们找不到我，你不用担心这颗棋会被拔。没错，对，我觉得我的那个精明干练可以回来了，他可以相安无事的回来了，是这样。没错没错。然后大姐，感谢大姐，这肯定是一盒铁盒，里面有很多糖果饼干，然后有纸条，下面打开好几款小。那个我没有收到，有没有收到？哎，来，我不管你们有没有贿赂我们可爱的，链接点进去可以再贿赂我几下了。对，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贿赂诺，你们会贿赂这个比较有用。来，对，等一下那个稍微吧，我要找那个生日周边的在，不管是这个外套嘞，联名外套哈，买下去哦，还是诺的这个生日季，来这个我应该是把它拿到这里吗？对，我把它放到最前面。好。总之呢，你们想要贿赂诺的第一步，我们诺讲的这个周边10套买起来，你们就有机会贿赂到他天荒地老。对，不可能一个人买10套啦，一个人10个那个蜡烛可能差不多一点。好啦，不管我们量力而为，我跟你讲，我们大佬量力而为，可能就大概一个人20套，好不好？对，量力而为大概一个人20套，对。伟文也中了。那转头买外套好不好？转头买外套，可以转头买外套吗？哦，也是啊，就是说你们都量力而为，就是可能可以买到20套，那可能就是10套的这个周边，然后另外1套就是外套，好不好？对，10套周边，10套外套。哦，外套要10套，可能稍微就是我们这个抓一下，外套大概一个人2套就好啊，那个周边可以一个人10套哦，大概这样的一个扣打。哦，感谢你们，你们这个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话。可能诺就是迫害我到天荒地老，姐姐我也认了，真的哎，尤其如果那个外套能具现化的话，我一定满足大家。满足大家什么东西？诺，你要满足大家是哪一方面的？我现在有点紧张。哪一方面？看着我的眼睛。多跟姐姐联动之类的。很爱姐姐对吧？你爱的是我的吧？很爱姐姐。对，最爱姐姐，最爱跟姐姐联动了。所以如果那个具象化成功的话，大家你们懂的。对，你们懂的都懂啊。具象化成功的话，就很爱姐姐，会爱着姐姐，不会迫害姐姐对吧？对。等一下，你为什么要笑而不答理呀？好可怜。我回了，对呀，对，对，这个诺不是我认识的诺了，怎么会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等一下，我们感谢5千老师也跟进，然后3哥也跟进了，谢谢你们的跟进。打不到呢，好奇怪啊，真的打不到，坏掉了啦。我们诺现在应该是有开启的状况下，真的打不到有。等一下，让诺达标版猪猪姐姐团请问诺要调教姐姐什么呢？请问我们可爱的诺，姐姐这么和善，没什么好调教的，不是吗？叫姐姐打麻将，然后一直丢那个可以让姐姐碰的牌，她就会碰。等一下，可是诺有一个问题，姐姐不会打麻将，完全不会哦。没有，我就教你看到你手上2张一样，然后看到我打了一模一样，你就喊砰就对了。你就喊砰就好。这真是太坏了没有，我在教你打麻将，我没有说什么，真的，姐姐你把我想太坏了。好，那么如果说有机会学会麻将也不是不好呢，我觉得我应该与时俱进了，虽然说时间有点晚。没事，先学砰砰砰就对了，真的砰砰砰最好学了，真的啦，我认真的。等一下，我认真的。你说的是麻将的砰对吧？怎么只要喊砰就够了？等一下，麻将的砰很好学是吗？对，看到一样就喊砰砰砰砰砰，就对。我砰，要喊我砰。诺，我可以相信你吗？可以啊。你看着我的眼睛，真的吗？爱你。
愛子に。この愛がちょっと重いね。やっぱり重い。重くなる。それはなぜ？気のせいだよ、気のせい。気のせいのかしら？気のせいだよ、気のせい。ルノちゃん一番お姉ちゃんのこと大好きでしょ？大好き。大好き。大好きでしょ？ねえねえ大好き。でもなぜかしらこの愛が重くなるわ。これがねえねえの気のせいだよ。私の気のせいのなの。なんで急に悲しくなるの？気のせい。気のせいだよ。本当にルノちゃんのこと、ねえねえ大好き。ルノちゃんのこと信じてくれるだよね。だから信じてもいい？嘘つかない。嘘つかないでしょ？ルノちゃんはいい子嘘つかだろ？ないよ。嘘つかないのなら信じてもいい？ルノちゃんのこと、信じていいよ。本当に信じてもいいのなら私信じてるよ。信じるわ、ルノちゃんのこと、はい。信じるわ。はい。でも怖いよ。やっぱり怖いよ。やっぱり怪しい。やっぱり怖いよ。どこが怪しいの？どこでも怪しい。だよ。どこでも怪しい。どこも。啊，我那个啊，对不起，我说那个 Docomo 是那个日本的某一个那个电信公司呢。Docomo，怪しいよ。どこでもとは。どこでもとはのならこれでしょ。これだろう。どこでもとはでございますよね。どこでもとはのならやっぱりこれでしょう。だよね。そうね。那个修叮咚，我看一下我放去哪里了。那个修叮咚。对，不是那个。我有把它拿啊，这个修叮咚在家。どこでもドアのならこれでしょう。好ど啊。こでもドア。人生从来。不是诺诺，你要再转圈圈，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好不好？好可爱哦。人生从来唱。好可爱。你过来，我要问一下你的头皮味，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啊！太可爱了，我们家诺诺好可爱。好啦，人生从来唱。请问真的有那个东西吗？可能在子弹国有吧。人生重来枪，所以那个是在那个哆啦 A 梦里面曾经有出现过的吗？没有。好吧。啊，我们阿义师来了，我们广式饮茶主厨飒爽登场。飒爽登场。阿义师，我们今天不止讲了2次，还讲了6次。超多次，我努力了陪了姐姐讲6次，不过中间有几次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我没有讲，很奇怪。这个可是聊天室大家都有听到。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有我没听到，但是大家都听到诺诺很有诚意的，就是陪猪猪，对我可以相信你们吗？我可以相信吗？对啊，可以吧？可以吧？为什么诺诺也应该可以啦？为什么诺诺？やっぱり怪しい君たち。没有啦，姐姐，你看哦，只有你一个人觉得奇怪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少数。对，因为我是那个少数，我应该服从多数，应该是这样子的。大家都说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啊。我跟你讲，变成少数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可怕，你知道吗？以寡击众真的是很可怕。多数暴力，对，多数真的是暴力，我的天哪！哦，不是阿义，对不起，阿月饼说在台中有是吗？在台中有什么东西啊？娜娜啊，人生重来枪吗？啊，台中是一个很江湖味的地方。然后那个汤姆先生也来了，伊拉夏，然后也谢谢我们马克先生也送出了1个会籍，谢谢，但还是没有打到。对，还是没有打到。诺诺实在是太会闪避了，超级奇怪的呀。然后什么还要加？我没有要加了。加什么东西？那个芋头不要。芋头哦，诺诺已经芋头很多了。诺诺已经喜迎芋头到12月，然后
是12月吗？好像不是要再往后4个好像月吧？原本是12月，然后喜迎12月的时候，大家发现只差4个月的时候，我们李林学长跟崔蕊他要吃到明年4月咯。够啊！够啊！对，但是就是因为头顶对头顶啊，但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想说谢谢大家爱屋及乌，疼爱诺诺。既然如此，我就陪着诺诺一起讲砰讲6次，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就只有我自己在讲。没有啊，我有讲，这姐姐网络坏掉了。你们自己去听回放，我为什么就只有听到自己的声音7次啦？没有，我是讲6次对吧？有一次大家没听到对吧？啊，对了，有一次好像是大家没听到坏掉了，再讲了一次啊。对，我是只有讲6次对吧？对吧？嗯，太可惜，他太可疑了。等一下，没有啦，真的啦，哎，好可疑你们。好啦，真的啦。谢谢诺诺今天很义气的陪伴姐姐，然后虽然说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的领了一颗蛋糕回家。你今天收到那个贿赂铁盒的糖果，然后还领了一颗蛋糕回家，开心吗？开心，实在是太开心了。自远方来搜狐，等一下，小妮你不可以，这个没有触及到诺诺，不行，没有这种东西，对，那个没有这种东西，对，要打到诺诺才有，不可以随便乱讲。诺诺那个脸看起来是，好，我真的觉得哥哥们真的很疼你，我们家蜜线哥哥们，谢谢大家，对，还有陆米粒们的厚爱。我真的是今天完完全全感受到完全没有友军的一个氛围下，我完成了我今天的任务了，谢谢大家。有友军啊，姐姐。我觉得不晓得。有友军啊。诺诺，你在我旁边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治愈，但不晓得为什么，我感到丝丝的哀愁，到底是为什么呢？可以告诉姐姐吗？错觉，那是你的错觉。我的错觉是吗？对。全都是错觉，你那个业障重，好假的。那经过今天的我们这个非常深沉的历练，你还要姐姐继续帮你点眼药水跟洗屁屁吗？呀，你不觉得你成长了吗？啊，那好像不用哎，所以就可以自己洗屁屁跟点眼药水了，不用姐姐帮忙，对不对？没错，可以长大了，可以长大自己洗屁屁，好可爱。OK， 然后以黑橡树对岸名义和身份发誓，诺诺你看起来，你看，大家都说我有讲啊，虽然大家用的用词是用看起来，对，就是看起来而已，不是吗？80%而已，不是吗？对不对？我们都是有看起来，对，看起来，未来上就行的时候丢到以外，就丢什么东西？刚来的时候啊，刚来的时候丢到以外就丢不到。对，好像只有之前嘲讽完不久后丢到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被丢到。所以小你有狙击到诺诺过吗？好像有吧？是你狙击的还是谁狙击的？有一次有打到过。天哪，神枪手居然！没，地毯式轰炸，想躲都躲不掉。有，对我们阿义斯也突然对，就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看一下阿义斯这50个是不是有其中有1发可以狙击中诺诺？然后刚刚有人说洗屁屁是什么概念？小诺诺要解释一下吗？因为刚刚开始打招呼的时候啊，姐姐的招呼有什么伊拉西，然后我就回马塞，然后很像台语的摩羯，不是。然后我就说诺诺你讲马塞，然后刚参球在讲摩塞，你是摩塞辛苦秀啦，这样子。是我摩塞辛苦。然后诺诺说他今天没有洗，酸酸臭臭的过来。我说不行，你过来，姐姐帮你洗屁屁，不可以不洗澡。怎么我酸酸臭臭，我香香的？好香香的，好，就去闻头皮味，好可爱哦，超可爱的。香香，不对，按错。香香是这个啊，对，香香的，我散发着香香的味道。对，不用洗屁屁也香香的，好可爱。哎呦，库马车长也被打到了，等一下。对呀，奇怪，为什么就是打不到我？我觉得
这个是要天还我一个公道，你们知道吗？对，我们上天知道说，我今天说6次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多说到第7次。对，他们觉得说够了，我还的够多了。对。你刚刚说什么？诺诺刚刚说什么？啊，没有啊，我没说话。我是讲6次吧？对啊，6次啊。对啊，6次啊。对啊。我刚刚为什么听到奇怪的数字？没有啦，刚刚什么都没说啊。我今天是讲6次，你们听到的是6次没错吧？对，大家对吧？No， 不可以说谎，不然要来打屁屁了。我没有，我没有说谎。打屁屁，我是讲6次，对啊，对吧？对呀，对呀。你们好可疑哦！有讲6次，对，今天真的是诺诺陪我扛了一切，他长大了，可以自己洗屁屁跟点眼药水了，对吧？没错。我才不要管，我不要理长官，都差2次。怎么差2次？没有啊，真的6次啊。对，就6次。对，只是现在大家找不到，我没办法再让他说一次。对，我只要现在收台，这样子我的知名概念就回归到我的频道了，我不需要再多说一次了，好可怕哦！我现在快来找降落地点，我才不要理你们。你可以种草。种什么草？那边可以种草吗？要种什么草？种在名上面呢？要怎么种呢？就不是基民概念吗？把草种在名上面啊。没有啦，诺诺他们种不上去啊，都会被我剪掉，对不对？姐姐有定期除草。我不用定期除，那上面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知道吗？我不用定期除，知道吗？好，有没有人给我一下那个草的种子？借我一下。我趁现在撒上来。不需要现在播种，不行，我觉得太可怕了。我觉得我现在要趁现在找下一个降落过来的老婆。对，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对，我要趁现在，像降落的老婆应该很多，我看一下，太可怕了，很怕又要再讲一次。等一下。现在降落老婆有谁呢？こまりますね。这些老婆都在开台呢，怎么这么可爱呢？我看一下降落到谁那边去呢？哇，我居然在这个时间，居然难得可以碰到阿万医师哎！我们去找我们的阿万医师好了。今天是那个豹子头代班。什么叫做豹子头代班呢？他的动物朋友代班，因为今天是丝绸之歌。这个就不知道了，天哪！这个不是阿万本人，但就是他的动物朋友代班，也可以去玩。是动物，对不起，他很厉害，他玩这个超厉害的。为什么诺诺知道？诺诺有看过吗？我昨天有看。原来是这样子。好，诺诺真的是各方面的那个资讯小能手呢，诺诺。我昨天才刚丢了一波，看到就。很厉害，这样吗？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完全不同版本、不同风格吗？对，姐姐是不是不太玩游戏？姐姐因为没时间玩，我玩下去就完蛋了，我的人生就没了。对，玩下去就太可怕了，就可能很多事情没办法做，所以干脆就不开。带大家去看别人玩，可以啊。然后我先追完聊天室，大姐刚来不知道，然后牛妈说我猜，诺诺不是要装死吗？诺诺不会装死的，诺诺最乖的，对吧？装死，诺诺没有装死的，我的诺诺很乖的，对吧？我哪有装死啊，彩彩，我没有装死，是网络坏掉，我才没有装死，你礼貌吗？我相信诺诺，即使他装死，不是，即使他装死，我还是爱他。我没有装死，你看是网络坏掉啊！对，诺诺你说的我都相信，好不好？只是那个可能有人偷剪我的网路线吧，可能是什么材之类的。对，就像我今天不晓得为什么说了这么多次砰，但是那不是我的本账，那是被盗账号，知道吗？好，谢谢大家。大家一起被盗账号，我也被盗账号。对，今天大家都被疯狂被盗账号。好奇怪。然后水灵宝贝说种香菜，今年盖面没了，什么芋头也是什么香菜种子。种香菜在什么饼上面可能长很多，都不用去市场买。香菜也算一种草吧，姐姐头上有它是最美丽的草，对，没有错，最喜欢的草，台湾最棒的草。所以金蒙干练嘛。诺诺，你刚刚说了什么？
好，精明干练。no，你再说一次。嗨，精明干练。你刚没有说金猛概念对吧？没有。对嘛？没有。我的诺诺最乖了。没错没错。他不会这样子害姐姐的。他其实害我一定也是因为交了坏朋友，一定是这样对吧？一定都是糖果的错啦。太香了，我也要吃。姐姐会喜欢这个吗？我的香菜被我误以为是乖乖的香菜口味多利多汁啊！我有吃哎，香菜口味多利多汁好吃啊，当然好吃啊。好可怕啊！我以为那是乖乖，因为绿绿的，我就拿来放在电脑旁边，结果电脑就坏掉，我想说是不是过期的，结果一看不对，那是多利多汁香菜。我是觉得是因为口味太呛辣，因为香菜多利多汁好吃，可是它很辣，意外的超辣，好可怕哦，对不对？可是好吃哎！谢谢马克先生不屈不挠，然后我们阿印师继续狙击他的惠子，就为了我的最后一句砰吗？不会的，但是就是没有呢。对，没有呢，一个被盗账号，一个网络坏掉。什么折钱包？你才包你全家的包，气死我了！诺诺跟他们说，没错，你全家才包。对，我们结尾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教训他们，这些臭哥哥都觉得我们很砰，对不对？对，没错，最后一定就是你很砰，你全家都砰，做一个结尾。然后感谢马克先生又送出一个汇集哦，谢谢。主机表示乖乖以外不能接受，真的耶！香菜公园可乐果好像也很好吃，乖乖放成多利多汁。对啊，我觉得多利多汁很辣，还是马克先生觉得不辣？我觉得超辣，我觉得辣。然后这个是很花的仔，很花的仔说被砸到汇集，特别过来感谢，真的是非常有礼貌，谢谢，感谢，谢谢，对，谢谢你们。可以的话留下一个赞再走。好啊，留下一个赞。好啊，然后我们在讲你才砰，你全家都砰的最后呢，大家记得哦，诺诺的这个生日周边一定要预购起来，到9月30号，知道吗？没错，外套是10月9号左右哦。是的，还有就是要拍就过水的瓦特，等你哦。F 开头那个 F 开头 J 吗？等你哦，然后在最前面。哎，啊哩，那不？因为你没开眼睛。对耶。谢谢诺诺，谢谢诺诺，我精明给你。好，这目前就是生日周边跟这个诺诺亲自设计的联名外套，大家一定要预购起来，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想要看猪猪砰在麻将中，就试着帮诺诺解锁看看啦，好不好？没错，解锁我们就让姐姐来学麻将，她只会砰。我真的就不会，什么都不会，从零开始。还是我们就从砰开始学。我认真的，我认真的。好的，我觉得我们 LF 家被骂了，气死我了。但是我们 LF 家，你 LF 全家，我不管，我不管。这个留言是乱码，我看起来是乱码。姐姐你在说哪一句啊？好像那个 S 开头的那位，然后好像就是可能10月18号很想被揍的其中一位啦，哈，对。哦，那要用力一点，带个纸虎。好，对，他自己会已经准备好他的纸虎了，而且还是超度手纸虎，对。OK， 用力一点，姐姐用力给他，拿出姐姐硬举120公斤的力量。我还没有到120公斤，对，但是我不会手下留情，这群家伙，我不会手下留情。好啦，真的谢谢大家。解锁可以看到调教吗？可以的，调教。你说解锁可以看到，你们解锁再说啊，你们外套解锁再说哈。解锁再说，外套解锁很难呢，加油啦！那加油啦，好不好？对。但是如果真的觉得外套压力太大，你们可以先选择这个解锁。这个不是这个，对不起，不是这个，效果满分。不是这个，可以不用解锁哆啦 A 梦哈，但是我们可以这个哈，我们一组1100块，对我们大佬而言，不过就是11块的币值啦，一次买个10组没有问题啦，对不对？买10组哦，谢谢哦，谢谢哈。10组对他们来说是110块而已，对，110块而已，没错。Oh my god！ 对，诺诺这次周边真的是超级可爱，大家支持起来哦，好不好？
这个也立个旗，好的，立个旗吗？要立个多少好呢？好啊，可以试着立看看。然后我们 Saber， 我们新郎官已拉下来。好，诺诺立旗中，诺诺要立什么旗呢？我想一下，姐姐，你可以给我一个数字吗？因为我不太确定他们拔旗速度哎，我想喊个30组会不会太快？会吗？那我喊一个不太可能的数字100。哇，这个可能有难度哦。但是我觉得看大家看陆米粒或者是面线要不要试看看？对，对，100这个数字可以做什么呢？100这个数字也一样可以来迫害姐姐啊！不是迫害姐姐好迫害姐姐什么东西呢？叫来让姐姐那个。我在想还有什么可以让黑喊砰砰砰的东西？刚刚外套是麻将，还有什么会砰砰砰啊？我觉得麻将这个真的是很贼哎，没想到，对，就是麻将砰，超贼，一定要喊出来，要跟那个招式一样，要喊出来，超坏的，你知道？100有点难，30简单，真的假的吗？30，我觉得他们搞不好今天就有机会结束。不可能吧？好了，那不然我们就喊个50，好50，好50，我们就插一根50，好50，让姐姐可以姐姐干嘛？姐姐唱那个，让姐姐教我唱那个，让姐姐教我唱那一首，它叫什么来着？你要哪一首呢？那个怪妞的那一句砰砰喂喂喂砰砰，那个那首歌什么怪妞？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怪妞？我忘记它叫什么。它有一首歌就是砰砰喂喂喂的那一首，然后姐姐教我，这样就会顺理成章一直喊砰砰砰的。等一下是哪一首？我觉得等一下我看一下，哪一首歌曲了？怪妞，我看了砰砰吧。那你等一下，我查一下。好啊。等一下啊，这一首，哪一首？我看一下哦。啊，对，卡蒂怪妞。卡蒂怪妞是什么东西啊？我贴了。然后好，就是什么很多砰，那就是砰砰砰。姐姐来教我这个吧。好，就让姐姐教我这一首。我们诺诺这么这一次，姐姐不会，这一次再示范一次。这，等一下，太坏了啊！好，总之呢，50分。可恶，就是50分对他也很简单。50应该坏蛋了啊！50不可能啦。对啊，我觉得我可能先学起来会比较好。好，确定是50。好 ，OK。确定50，就让姐姐教我《砰砰砰》这首歌。好，教我，主要是教我。可以，这个可爱的诺诺，姐姐只要教我怎么唱就行了。姐姐教你怎么砰可以哦，姐姐可以教你怎么众所皆知，速度学歌很慢，速度非常慢。我以为你说众所皆知的砰这样子啊，众所皆知，姐姐也很，同时也很砰。没有，她肯定很擅长这首歌。不是，没有，姐姐精明干练。今天那个所有的砰只是被盗账号，对我们真的是千百个不愿意。对，其实蛮可爱的嘛。AV day 什么 AV day 砰啦！好，卡利怪妞这首可以，姐姐收下了，我就等着大家。姐姐说好，可以啦，可以。50，我就等着大家拔。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也比较简单，完蛋了，我要明天就拔掉。不会吧？50哎，不知道，但是我们试看看好不好？真的，我们一起加油。好，我们一起加油。啊，姐姐可能有买帐篷，姐姐有砰砰砰啊！姐姐也还是先熟悉一下那首歌好了，总觉得时间快到了。我觉得对的啦，我们到30号而已，就剩1个礼拜、2个礼拜而已，一集的啦。哦，现在方便问差几份吗？还是说不方便透露也没关系？哦，现在差，我们刚刚是立多少？50哦。对，现在只有5啊。哦，好，目前是整套只有5啊。好，整套嘛，那我们就是卖过50套，加油！对，卖过50套，加油！大家
加油！时间快到了，时间快到了。不是帮他们加油吧，姐姐，不是帮我们的周边加油吗？让他们不要下手。啊，可是就是还是希望诺诺销售长红啊。可能49之类的就停，谢谢。不要讲，我觉得几率小，因为他们最坏了，他们最坏了。不会吧？所以就是如果是为了诺诺销售长红是可以的，好不好？哇，好不好？今天谢谢姐姐，让我有个很棒的工商时间。不会啊，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工商时间的。好欸，只是我太忙啦，就比较没有时间去安排一些可能联动。然后我其实刚刚在联动之前有跟诺诺聊天说，因为太少联动了，然后就我跟诺诺还没有加 Steam 的好友都不知道。因为姐姐逼我说，我们是不是连好友都没有？我以为姐姐在说 DC， 我想说 DC 有好友啊，然后结果后来姐姐跟我说，Steam 好友，说应该有吧，结果没有。对，就真的没有，就是真的是边缘，对，边缘到就是连自家的姐妹也都没什么在加好友，是因为真的也没什么在联动。对，因为我其实不太敢揪联动，是因为我可以运用的时间太少，然后我担心给人家揪了，我这边要设定好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就是严谨的需要企划书干嘛的，我那些东西是完全没有时间去把它生出来的状况下，我完全是不敢约联动的状况，所以比较多是可能我去人家家做客，但是我去人家家做客的时间也少，是为什么？因为去人家家做客只能中午跟早上，这实在是啊，这个时间不容易。对，所以就要约的话，我现在就是会比较就是会很担心，说我这边会有一些时间没有办法给人家，就怕给人家不方便，我就干脆不要约。对，然后所以刚好就是自家姐妹就知道猪猪的状况，我就会比较敢约。对，甚至就是对，甚至就是被迫害了啊，没关系啦，我诺诺最乖了。可是跟大家说，姐姐今天是怎么邀请我联动的呢？怎么邀请的呢？就是啊，我就某天突然姐姐用语音讯息诺诺有没有空啊？有。那我们几月几号几点 OK 吗 ？OK， 好，对，完了，就是这么的随性。诺诺，我要来陪姐姐一起收棚。诺诺，好啊，好，就是这么的随性。没错，就是够熟才能这样。对，真的是谢谢小诺诺，太感谢了。然后本来有推荐其他人来找猪猪，但是猪猪开台时间他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也很珍惜我可以开台的时间。然后就是大家愿意过来一起玩，就觉得很感谢。今天真的也是谢谢我们的小诺诺，谢谢，耶，谢谢，对，感谢你们。然后也谢谢今天被送出留言了，然后有特别来感谢的各位朋友们，初见的大家也谢谢你们特别过来一趟，或者你不是初见了，但是就是知道被送了，还有特别过来聊一下天，也谢谢大家。然后还有谢谢大家，对，然后还有就是这阵子可能破坏诺诺，然后赠予诺诺就是可能芋头回馈，然后芋头蛋糕的各位大佬们，真的谢谢你们。然后还有今天就是对我那个拔旗的，就是阿饮师，我真的谢谢你啊，阿饮师。就明明只要讲2次，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加码到6次了。这个6次来自于玲玲学长，好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我收到的计划明明也是只要讲2次啊，奇怪，真是奇怪，不是说1人讲1次吗？我觉得一人讲1次不就好了吗？然后变到6次，我真的是对，还莫名其妙的就是还断线呐，对啊，被盗账号啊，这些真的是好奇怪呢，诺诺，好奇怪啊，真的是太奇怪了，诺诺，太奇怪了。对啊，我们怎么会碰呢？我们全家不是都精明干练吗？对，诺诺啊，我们全家精明干练对吧？你又断线了吗？是吗？姐姐再说一次，我刚刚没听到。だから言ったでしょ。我们全家精明干练对吧，诺诺？你为什么要冒冷汗呢？没有了，姐姐你再问我一次。我们家全家都精明干练对吧？
你说不出口，一定是因为交了坏朋友，都是臭哥哥们，对不对？那个发条松了，要重新转一下。没关系，即使诺诺可能没有办法去正视我们全家精灵概念，可能不晓得是哪一个成员就是常常耍疯，这个实在是不好找，因为本频道的这个 LF 家族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要找出这个疯的成员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诺诺？非常不容易呢，因为只有对，但是那一位呢，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位，对，但是我相信即使再好像疯，身上有点紫紫的吧。诺诺你身上也紫紫的啊。还有点粉粉的吧。诺诺你身上有粉粉的啊。还有还有什么？告诉姐姐。还有蝴蝶结吧。诺诺你身上也有蝴蝶结哦。好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好奇怪哦，到底是哪一位呢？好奇怪啊。我不知道啦，反正就紫紫的，然后粉粉的，然后有蝴蝶结，的。你确定？一起碰。那既然在一起碰的情况下呢，我们不会觉得不甘心吗？诺诺？非常不甘心。那么我们最后的结尾要送给大家，你才碰，你全家都碰，好不好？好。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要非常非常强力的把这个碰强力的推回去给他们。姐姐能开 echo 吗？好我看一下哦。那诺诺要一起开 echo 吗？没错。哇，诺诺开呢，那你等我一下。那我这样有 echo 吗？有吗？有。好，虽然说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有吼。有。好，确定。各位臭哥哥们，你们完蛋了，我们将要强力的反击。OK， 我表情准备好了。好。那么最后的最后，感谢您各位今天来见证我们的精明概念，对不对，诺诺？对。我们身上有碰吗？没有。对不对？数到3，我们一起哦。1、2、3，你才碰，你全家怎么了？对不起，再一次，我刚忘词了。好要说我们要很斩钉截铁的说，你才碰，你全家都碰，知道吗？好。那一样哦。我们今天做一个完美的结尾。诺诺准备好了吗？準備了該。嗨。せーの，你才碰，你全家都碰。有吗？有，但是你为什么要哭？没有按错，不小心按错了。好啦，谢谢你们大家，你才碰，你全家的碰。那我们这片尾喽，大家拜拜，精明概念哦耶！我们现在带大家逛那个大高雄工业国，诺诺。嗨，好的。你知道这是哪里吗？那个什么，那个龙跟虎的那个塔，对，就是叫什么？对，那就是叫龙虎塔。就是我好像有在那前面拍过照的样子。真的假的？是最近还是小时候？小时候吗？然后很有趣哦，这个是85代哦。对，里面都在养蚊子，很可惜。我也好像有上去他的观景台过，也是小时候。我觉得你比我还像高雄人我自己有没有去观景台过，我都不知道。因为洛妈有带我去过。那你有被这个猴子袭击过吗？这猴子是台湾猕猴吗？对呀，你看他抢我珍珠奶茶。好坏哦。对，超坏，对不对？懂喝。对，懂喝。懂喝。好啦，总之今天谢谢诺诺来跟猪猪一起说捧，这是我的好姐妹，啪叽，谢谢她，谢谢姐姐，谢谢，我们都是精明干练的，下次再来玩，对，下次再一起来玩，我们希望可以就是解锁一下我们诺诺周边，我们真的对诺诺周边解锁起来，我们就可以被诺诺调教一下。应该不会吧？你们手下留情啊？内线哥哥的话，他们一旦要解，可能当天就会发生。不会吧？
好啦，但是有时候大家很忙，就还有一些时间，大家斟酌一下，不要睡公园为主，好不好？啊，对，你们自己那个有余裕再来，没错啊。是的，是的，谢谢大家的疼爱，感谢不错爱屋及乌，谢谢你们。那个手里给我真的是谢了，谢大芋头，真的是谢了。啊，对，等下看到那个要喝什么大芋头，哪里有大芋头？啊，那里有大芋头？对呀，没有大芋头。我刚刚怎么听到大芋头？啊哦，我说谢谢大家的芋头，真是谢喽。哦，对不起，我以为柚子打什么大芋头，我想说哪里有大，所以我刚刚是串成说今天来实验室的路上才看到大芋头。好，没事。好，那是大家的爱屋及乌啦。谢喽，下次可以做得很好，下次别做了，下次还敢。好了，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アワン先生のチャンネル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即将加入到阿万医师的频道，虽然说目前在玩的不是阿万医师，对不对？是豹子头，但对。好的，好，那过去看一下很厉害的玩法，这个就大家要有礼貌。是的，要很有礼貌，不可以丢芋头，不可以说人家剖。对，但是你们可以说芋头降落。什么芋头降落？哦，可以，没有问题，可以。芋头降落可以。最爱芋头的那位主播不喜欢芋头吗？没有，我其实不知道，反正因为姐姐喜欢芋头，又是紫紫的，应该可以说芋头酱。对，紫紫的最精明干练的这一颗没有错，谢谢大家。机台最多芋头了，应该可以芋头降落。是什么东西？好了，面线降落。好，谢谢你们。那么我们要降落过去喽，5、OK， 4、3、出发，2、1，谢谢大家，拜拜。No， 最后一次。你才跑，你全家都跑，好了，真的结束，了，OK， 辛苦。